这世上就没有人能默写《红楼梦》，你也不行，是不是，布大博士？我们现在该想的不是抄什么诗词发家致富，而是应该想想怎么回去。这我可不回去，穿越比中彩票还难。凭咱们的知识，在这封侯拜相，不比回去搬砖好。可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和布博士，我们得回去啊。你们还记得穿越前的场景吗？咱们再看一个古墓里出土的魂瓶。没错，当时我们是5个人围着那个展台。哥们别发呆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以后这天下就是咱们的了。都过来，我们现在站回在博物馆看魂瓶时的位置。没想到这东西也穿过来了。就是这个魂瓶，是我们在博物馆看的那一件。魂瓶是什么？魂瓶是古人的随葬安魂冥器，这工艺说明我们目前在汉唐之间南北朝时期。这东西一定也能带我们穿回去，对吧，布博士？当然能，我懂这个，这上面有字。字在哪儿啊？这得用水洗，洗了就能看到字了。我和你一起去。不用，我一个人就行。没关系，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你疯了？你傻啊！他俩用这玩意把我们带回去怎么办？狗杂种，我跟你拼了！站住！你要去哪？没去。你最喜欢哪部电影啊？这问他这干啥？随便说一部也行，只要能说出一部就可以。鬼啊！恶鬼上身了！快追！他不是现代人。来人了！有鬼呀！你等等，我们不是鬼。5个人魂穿过来4个，或许这个本地人才知道他们现在是谁。站住！什么人？救！剩下那3个低头闭眼，都别动，否则即刻射杀。这个死了，这个也死了。大可别杀我们，我们会很多东西的。你们有多少人？就我们3个，没有了。何时越境？越境？我们没有越境了。没越境，为什么前行阿曲林？昨日接鲁阳一文，有北谍潜入，说的是不是你们？不是，什么北谍？北谍是什么？冤枉啊！如果是前行，我们就不会跑，更不会大喊大叫了。那你们可能在逃避追捕。那请问追兵在哪？油嘴滑舌，都报下户籍。小人家庭荒僻，老家岭南。我来自海外大不列颠国。你呢？小人没有户籍，是浮浪人。浮浪人是中古时代对无户籍落魄户的一种称呼。呵，你俩一个岭南的，一个海外的，那把过锁拿出来吧。什么过锁？连当地官府签发的通关过锁都不知道，一听就知道你们在鬼扯。这2人带走，浮浪人可不归我管。大哥，我也是浮浪人。我也是，我们都是。闭嘴！满口谎话，不是北谍就是逃奴，带走。那他是假的，我们是一起的。我和他们不是一起的，就是一起的。既然扯不清，那就都留下吧。不过你们3个皮相还不错。你们要干什么？我们对主正好好这口，你们有福了。中古时代，南风颇盛，3人只觉头皮发麻。我会制盐，制金盐，我能。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他俩喊什么？好像一个说他是卖盐的，另一个在念歌词。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这个乖巧的给队主先送去。我乃琅琊布世子，犯我者灭9族。南北朝是士族门阀的时代，凡庶贱民奔走如牛马，不扬冒充的琅琊布氏乃江左第一高门。你还真敢编！就你这穷样，再过8辈子也投身不到布家。可笑，这衣服是我躲贼人换的，你们不关人而关衣，也难怪有眼无珠了。扯淡！老3顶9扇他2个嘴巴。你们2个如果想被一灭3族，那就来吧。他一个小神长，懂什么？我家世代华胄，我2叔在京中任散骑常侍，我若出事，必然上达天听。军士一愣，卑与尊斗，皆为贼，列满门。本公子姓布，名扬，字之言。若非图遇贼人，我早就和我2叔派来接我的人碰面了。那你身上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书吗？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衣衫车架都不能保，遑论文书。可这没有凭证。算了，我就给你个凭证吧，过来看。这是符咒。看清楚，这可是天师道通光符，我琅琊布氏世传天师道，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啊，这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我也姓琅琊布氏。对，我也是琅琊布氏的。你俩也是。敢打老子！你们两个狗碟子，潜入越境还敢冒充我琅琊布氏？他是假的，他是假冒的。他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公子刚才说他们真的是北谍，先让他们闭嘴。我问你，鲁阳遗文说有北谍入境，那他说是如何入境的吗？据说是潜入，他们是有人接应，有奸细，当然就在军中。众军士听得一愣一愣的，时常也是一脸费解。公子的消息是从哪来的？此事干系甚大，你们若是不怕日后被灭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不用，我们都是当兵的，哪懂这些事啊？算你们运气好，这次立功了。这4人都是北谍，现在才下这2人又衣袖上的衣部有身份密使，你们一看便知。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凭你们也能看出来，来人生火。这便是不阳方才打2人耳光的真正意图，用沾有醋的手指碰了2人，而沾了醋的地方会率先出现烤焦痕迹。奇迹啊！敢问公子，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这是太阳，胡人自古就崇拜日月，北谍入境者多矣。此印记用以确认身份，此事乃朝廷机密。公子放心，小人绝对不敢宣扬。骗子，他是骗子，别信他。他是假的，他意图造反，谋朝篡位啊！来人啊，这2人押回去严加拷问。太麻烦了。那公子的意思是？不阳不语，只是看向许编辑的尸体。这不合规矩吧？规矩，刚碰面就射杀2人，这又算什么规矩？阿区林内禁夜行，又有汝阳遗文，这才……我只是提醒你，这2人都是死硬派，是灭掉4个北谍回去领赏，还是押回2个祸患，你自己考虑。可没有口供，仅凭那个太阳密师，有我琅琊布氏的证词担保，你和你的人杀谍救我，大功一件。遵命，来人，把这2个碟子做了。不伯是我错了，我不想死啊！我刚刚穿越，我是主角啊！小崽子，你犯了法，你永远回不去了，你不得好！我们走吧，请不公子回营，随我们去见我们薛队主。见他，一个微末下令，告诉他我在这，让他立即来见我。是，小人现在就去。老三、丁九，你们留下服侍公子。时常见不阳的架子如此之大，心中已信了8分。神长，他俩还得归拢尸体，让我也留下保护公子吧。也好，此人身份还未确定，小心些，别让人跑了。身为文学大博士的我，竟梦醒于南北朝时期，本以为凭借历史知识最次也能混得风生水起，但现实却狠狠给我迎头一击，与我同行的4人都没活过1天。而此时我才反应过来，穿越不是请客吃饭，穿越是步步杀鸡。公子，这是小的刚打的山泉水，请公子解解渴。黑汉，你识字吗？回公子，小人为了教自家丫头，倒也识得几个。那我考你，我们的年号作何简啊？闲谈至此，不阳终于聊到了重点，问年号，应该是永远明亮。永明，这是东晋南北朝中最乱的南齐。老大，我看这事有点悬，他说的再好也是空口白牙。我问你，你说那2个人是北谍好呢，还是不是北谍好？那当然是北谍好了，不仅记功，还有赏钱拿。那你还问个屁？可是如果那个人真是冒充的话，你记住，真假都由薛队主判断，我们只是传话，嘴巴严实点。公子，我们薛队主来了。就你自称，你是怎么带的兵？天子早有赤言，边防一众，你当皇上的话是耳边风啊！天子圣旨，小人不敢，小人不知啊。我再问你，为何不带马匹来接我？是不把我琅琊布氏放在眼里吗？不敢，小人怎敢怠慢公子？只是营中无马。你叫什么？哪年哪月做的队主？卑职薛灵，永明6年4月生的队主，还有10几天满2年。还是个老兵，这也就是我。如果换了我族兄，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是。他一辈子都没见到不屑元宵这样的高门贵族，一脸惶恐。不过毕竟是你的人救了我，算了，我乏了，找地方给我休息。是，赶紧送公子回营。夜凉如水，时常正向王文书与薛队主汇报着。你等等，他说他二叔当的是什么官？好像是散骑什么事？散骑常侍，好像就是这个。怎么了？发现什么了？这个人应该是假冒的。哈哈，你说真的？现在的散骑常侍是南平王兼领骁骑将军萧睿，根本就不是琅琊布氏。哎呦，轻着点。是，小的一定注意。王公子，我们对主有请。难道我的假身份这么快就穿帮了？今日得见琅琊布公子风采，真是3生有幸。你站起来。这是我们队的王文书。
就是上书台的那些令史，在本公子面前也没有坐着的道理。你一个芝麻绿豆点的小吏，也配坐着和我说话？也对，令叔既然贵为散骑常侍，自然目无下尘。不阳颈后汗毛一竖，瞬间明白自己的破绽在哪。怎么来讽刺我叔父？不是散骑常侍，我家世代衣冠，平流进取，做至公卿，不是散骑常侍又如何？什么？难道你二叔不是散骑常侍？是谁说我二叔是散骑常侍的？我记得就是什么？本公子明明说的是散骑侍郎，你夸大官职是何居心？南北制度中散骑常侍只有1人，但侍郎可多达10几位。还不快说实话！小人记不清了。黑汉丁九，布公子当时到底说的是什么？回大人，王公子说的是散骑侍郎。这黑大汉为何要帮我？你真的记清了？绝对没错，是散骑侍郎。枝江王洛，多所冒犯，还望贵人海涵。这不是你坐的地方，滚下去！是，贵人息怒，贵人息怒。你不是说他肯定是假的吗？你要是想死，也别拉着我。谁知道是侍郎啊？散骑侍郎里真有个琅琊布氏，可能就是他二叔。我说你到底有谱没谱啊？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话一般人可编不出来呀。那你说怎么办？要么上报，要么我们自己验证。那就上报吧。要是真得罪了琅琊布氏，对主可想好了，到时黄庄主肯定亲自来接人，那我们可就再也沾不上手了。沾不上手什么意思？这可是琅琊布氏啊，就是阿曲树的树主都见不到的。你我二人混到死，也就这模样了。但如果能攀上琅琊布氏，可人家能看上咱们吗？他现在落了难，正是需要我们相助的时候。难道送他去京都找他说？我们哪有这本事啊？江陵最近来了琅琊布氏，叫布泰，父祖都是3公9卿，据说妹夫还是当今天子的弟弟，那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是吗？他来荆州做什么官？是来休养的。荆州城多少文武官员拜访，可全被挡了回去。咱们正好可以带着个小纨绔去。可这小纨绔如果推脱不去怎么办？简单了，既然假僧不敢见真佛，那咱们也就不用去江陵了。江陵城内有我族书。好啊，明早带我去。那请公子写下名啊。不阳心中虽虚，可面上却一点不露。故园路漫漫，双袖泪不干。相逢何须问，凭君报平安。老王，你这是啥表情？他写得很好吗？这小公子看起来也是个通晓文艺之士，只是这字怎么了？这字写的也太一般了。那老小子不是伺候布公子吗？还记得我？小人伺候王公子，不也是为大人分忧吗？行了，不就是想拓兵籍吗？你看看今年灾民有多少，兵户待遇再差，总还有饼子吃吧？这不家里还有个丫头吗？不提了。对主明天能不能也让我跟着去江陵？是想回家看丫头啊，还是想巴结那个小纨绔啊？都想。你们都以为沾上士族能得到什么好处？说不定人后脚就把咱们忘了，咱整个白忙活一场。一碗大麦粥，几条小鱼干，一碟盐菜，外加一个煮鸡蛋，这可是营地最后的好货。黑汉，这盘鱼你拿去吃。小人不敢，这是本公子赏的，不可以不要。谢谢公子。怎么不吃啊？小人想带回家给女儿吃。旧宅窄巷，一座古朴低调的老宅前。你确定是这家？堂堂琅琊布氏就住这儿？这叫大隐隐于市，明氏就喜欢这个调调。黑汉，叫门。我等乃荆州阿曲树，我们护送琅琊王公子至此，特来拜问同宗。稍等。好家伙，一个门人都这么大的谱，这一稍等就等了1个多时辰。敢问先生，你家主人怎么说？不知道。不知，这是啥意思？偶仗人势的东西，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稍安勿躁。听说郡里的法曹参军拜访河东柳氏的公子，可是等了1天都没见到。他琅琊布氏让咱们等着也正常。这不对啊，这不是让咱们等，这是让布公子等了。这大族之内支脉庞杂，荣辱高低，天悬地殊。见了名次还如此冷落，只怕此人不是什么高知啊。可他二叔不是散骑高官吗？或许是哪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叔叔。看他等了这么半天，竟无一点脾气，哪里像什么贵族子弟？此时不阳也意识自己犯了错，不过错误也能利用。布泰有什么了不起的？见我家不得势，便如此冷落，焉知我日后不能一飞冲天？不见算了。搞了半天，原来是琅琊布氏中的破落户。好，那以后有机会再陪公子上门拜访，我等就先告辞了。对主，那我们呢？
也给你放5天假，你回家看看吧。老王，难道我们就这么走了？难不成还要把那个小祖宗请回去，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可万一他是假的呢？咱们也不管了。真假对咱们都没啥好处，那何必操这个心呢？那这件事报不报？当然要报，以后出了什么事也和咱们没关系。可万一最后证实他是假的，上面再追究，我们把人放跑了。我们可没放人，不是还留了2个士兵吗？还是你们读书人阴呐！众所周知，在古代有个断绝关系最快的办法，借钱。布公子，我们接下来去哪？我暂时没地方去，这样吧，你先借我点钱。啊，小人哪有钱啊？没有钱，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也行啊。小人家中还有事，等下再来。黑汉，要不你借我点钱花花？只要再下走这个黑棒槌，不阳就恢复自由了。公子，我们兵户很少发饷钱，这33文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破落户的形象还不够明显吗？难道是王文书安排的？请公子取用。走，咱们先找个酒楼吃饭。公子，这点钱根本不够一顿好的餐食啊。那我现在是又饿又乏，住宿吃饭的事都由你来安排吧。公子如果不嫌弃，可以去小人家中住。去你家？小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好公子。这都下不走，是这人太憨了，还是领了什么死命令？公子，这里就是我们8营。8营又到兵营了？不是，我们第8营兵户家人都得赴营压令，集中居住，所以叫8营村。爹，我还以为又要等1个月才能见到你呢。还真是回家啊！阿武，咱家来贵客了，快行礼，叫布公子。见过布公子。你叫阿武是不是？哪个武字？他这是咋了？我女儿，她是双五儿。啥意思？5月5，布橘子。阿武是5月5日生的，如果公子忌讳，无稽之谈。孟尝君还是5月5日生的，不照样名留青史？我就知道公子学问渊博，哪像我们村子里这些。他这么小就会做饭了，他娘呢？他娘嫌他双五儿，坚决要扔河里，我不同意，然后就和离了。那你去兵营时都是阿武一个人在家？是啊，邻居们都嫌忌讳，好在阿武又聪明又争气。爹，有月亮呢，点蜡烛干嘛？这是为布公子点的，公子别跟这野丫头计较。不是让你做豆麦饭吗？怎么做成了粥了？总共就那么点麦子，还想留到寒食节做大麦粥呢？不用，我喝这个就行。爹，我觉得这个布公子有问题。有啥问题？高门公子怎么会吃豆麦饭？就是咱们村的那个混蛋李斯都看不上。别瞎说，要叫李斯大人。总指使爹爹帮他白干活，就是老。阿武，人的眼光要放长远，布公子不是一般人。你看看这是什么？哇，是小鱼干。穿越之后，一个又一个危机接踵而至，他不理解为何没有原主的记忆。原主啊，原主，你如果也穿越到现代，一定替我好好活着。我也会替你好好活着的。开门，开门！再不开就撞门了。难道假冒身份的事暴露了？回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小的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向三爷请安。没关系，只要把钱还了，现在请安也来得及。可钱是那女人借的，她卷了钱就跑了，小人没见到1文钱啊。欺债不还，自古皆然。可我们早就和离了。这里的是你女儿，要么你还钱，要么交女儿，你选一个。三爷，张阿女嫁给了一个姓刘的辣商，求您给小人留条生路。你看看你，搞得我像恶霸一样。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啊。我暂时没钱，这个房子您拿去。你是在逗我吗？你这破房子白给我都不要。行了，让你女儿出来吧。三爷，我求您宽限些时日，我一定还钱。还愣着干嘛？下！放开我爹爹！哟呵，是个有胆量的。爹，咱们报官，报官抓他们。好，你们报。好久都没人敢和我打官司了。黑汉知道报官根本没用，这杜三爷来头甚大。动手！谁敢？布公子，求布公子救救阿武。我不欠别人的情，我本想让你做个队主，算是报答。但既然出了这档子事，小人不愿做队主，只要保住阿武就够了。你是谁？来人，看坐。坐吧。
做就不必了，你自报家门吧。这次出游遭难很有意思，就连阿猫阿狗也能跑来问我的家门。嫩老娘个蛋，敢怎么跟三爷说话？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我母乃陈俊谢氏，如母者死。黑汉把刚才骂娘的那人杀了。陈俊谢氏，你母亲是陈俊谢氏？谢氏何不是据为南朝第一等的高门？杜三爷做梦都没想到这鬼地方能碰到个大贵族，还不动手？诺，我不知道啊，三爷救我，还不马上向公子请罪？小人糊涂，求公子饶命！不阳当然不能杀他，而此时就需要一个台阶。公子，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不会杀人的。长得好看和不会杀人有什么关系？长得好看的都是好人啊！你个小机灵鬼！黑汉，把刀收起来！这位公子，我们无冤无仇，只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就是钱吗？他欠你多少钱13200钱，根本没有这么多。你一直不还，每月生利1分，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不就是这点钱吗？3天后给你拿钱便是。他过3天就能拿出来了。3天后接我的人就到了，3日后有时你来这拿钱。可我凭什么要等上3天？琅琊布氏这4个字不够你等上3天吗？你是琅琊布氏，这位便是琅琊布公子，叔父官拜散骑侍郎。荆州城里只有一个琅琊布太，可阁下年纪甚轻。击鼓齐堂，踊跃用兵，土国城草，我独难行。你这是何意？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明白了吗？明白什么？自为洛生勇，乃中原正音，自五胡乱华，能作此音者少。可于我而言，此乃我家故物。江南士族虽多，但只有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中原望族才会中原正音。布公子雅人高志，延后3天还钱可以，但要请布公子做保人签字。拿契约来。公子还需写上年龄。懒得写了，这么点小钱，写什么年龄？杜三爷强忍怒火，今晚本该是大功告成之日，他的目的只要人。三爷，那个人真的是琅琊布氏吗？是真是假，一查便知。布公子，以后不管上刀山还是下油锅，黑汉一定照办。这件事你预谋了多久了？公子，您说什么？契约上的借款日期到今天正好满1年，你让我来你家是要用我挡杜三爷的刀？公子息怒，小人绝无此意，小人只是想以公子的身份，肯定能吓退杜三爷，可谁知道？谁知道他让我替你还钱？小人不会白要您这笔钱的，小人以后一定还您。还我？可如果说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如果说3天后接我的人不到呢？等天一亮，公子便离开荆州，小人自有办法。你无非是带着刀拼他个鱼死网破，可阿武怎么办？公子如果能带走阿武，小人下辈子愿当牛做马报答公子。这不行，小阿武鬼精的，我可应付不了。阿武呢，还是由你来管，钱呢，由我来筹。黑汉猛然抬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子，您怎么不信啊？信，只是时间只有3天，这么多钱，公子去哪筹啊？书中自有黄金屋呢。这个长得好看的琅琊布公子，还真不是个坏人呢。梦醒于南齐，他不仅负了债，还顶着个冒充身份的大雷，不知何时会炸开。这是穿越而来吃的第3顿饭，竟然有遭遇有鸡蛋。阿武，你这是怎么了？没事，打了一架，我把那个小少爷给揍了。李斯家的小少爷？对，敢掀我田螺桶，我就把他们揍成鼻涕虫。小祖宗，你又惹祸了。公子看，田螺，晚上给你煮田螺粥喝。不阳愣住了，小阿武一头长发不见了，变成了男孩般的短发。你的头发？这也不丑啊。阿武把头发卖了，说昨晚答应了，要让公子吃顿好的。公子是好人，明天早上阿武给你做好吃的。他没想到这时代一顿好吃的，却要这个小姑娘付出这样的代价。公子，今天的饭菜好吃吗？真好吃。黑子，你看看你家丫头给我孙儿打的。你说你这丫头是能管还是不能管？李斯大人消消气，阿武还不给小少爷赔礼道歉？小少爷，来，我给你赔礼道歉。爷爷，这丫头是疯的。你怕什么？瞧你这出息！小少爷，虽然你笑我头发，说我没娘，掀我田螺桶，但我应该老老实实的让你们打。对不起，我错了。你胡说，是你先动手打人。所以你和狗腿子没动手打我是不是？哼，从小看到老，长大了不是泼妇就是悍妇，难怪是双五儿，谁沾谁倒霉。
从小看到老。那李斯大人小时候肯定和小少爷一样。你真当我治不了你是不是？快给李斯大人赔罪！就不赔什么罪？小孩打架又没打伤，哪有赔罪一说？看看眼睛都打青了，还敢说没伤？阿武，你说你也是，怎么就不打对称呢？你是什么人，敢来戏弄我？李斯大人，这是琅琊布氏的公子。我管你什么公？你说谁？琅琊？李斯大人，你还没磕头呢。昨天杜三爷来也是磕了头才走的。这鬼灵精可以呀，瞎话张口就来。张李斯也是懵逼，杜三爷无功而返，原来是有大人物在。怪力乱神，近于妖妄，像双五儿这样的话，你身为义理之长，也跟着瞎起哄，朝廷治化之道岂不都成了空谈了？朝廷？啊，是。我问你，荆州有郡学吗？有2个，都在荆州城内。2个？怎么荆州有2个？一个是荆州地方郡学，一个是大司马豫章王当年立的王管学。2个学校的祭酒是谁？地方郡学是刘昭刘大人，王管学祭酒是柳坛柳大人。公子应该识得。我为什么应该识得？柳大人出河东柳氏，与公子一样是高门乔姓。河东柳氏也是南朝一流高门，只比琅琊布氏稍差一点。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像杜三一样徒惹人厌。杜三，是，小人失言，请公子息怒。刘昭、柳坛治何经典？他们治的都是尚书。步阳心中一喜，他最通4书5经。你去吧，以后善待乡里，不可无事生非。是，小人告退。阿问，真是他先揍的我。你还敢说？以后再惹事，我先揍你。公子你好厉害，什么怪神？一个顺口溜就吓得他大气都不敢喘啊！这可不是顺口溜，是《论语》中的话。《论语》是什么？《论语》是一卷书，怎么样？想学吗？怎么了？公子，阿武是兵家女，将来也要随军服役的。兵户后代人为兵户，女兵户负责后勤之类的徭役。阿武已经会做饭了，等练好针线就可以了。问题要一个个解决，现在最紧迫的是还钱的问题。黑汉13200钱能买什么？买什么？我很少出家门，不太了解物价。这1万钱对富人来说很多吗？对富人来说不算什么，起一间宽敞一点的瓦房也要1-2万。好，那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和鞋适合我穿的要多少钱？士族穿的布料做成衣服的话，可能得上千。就算2000，我需要2000钱，你能凑多少？2000钱，公子你要买衣服？对，怎么舍不得啊？小孩子不懂事，公子，小人卖些物件，应该能凑出300钱。是500钱。这发簪怎么会在你这？我早看那女人想跑了，便偷偷藏了这件首饰。阿武，我不想还钱的办法，反而向你爹爹要钱买衣服，你不生气吗？公子帮了我们，我们就要还情。说不定我根本没想帮你们还钱，只是想穿好的。如果你不想帮我们，今早就走了。你错了，万一我留下来，就是为了骗你们2000钱的。小阿武如遭雷击，眼睛睁得大大的。公子你那么大的本事，可千万别骗我们钱啊！老黑，你怎么来了？丁九眼神有些躲闪。昨夜杜三爷到黑汉家，他是知道的。阿九，我找你借点钱。不是我不借你，你也知道我家那娘们败家，饭都吃不饱，还跑去买栗子。阿九，这钱不是我要用，而是布公子要用。你还巴结布公子？那家伙不是骗子，就是落魄户啊！其实我巴结他，不是因为他的氏族身份。这话和我说就没意思了。真的，就凭他3言2句间便翻转形势，我就觉得他有本事。阿九，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就不懂得抓住呢？还要借多少钱？是我借，我想借1500。1500？借这么多做什么啊？做什么不能说，你要是借，我会说这是丁九的钱。行，你在这等我。混蛋啊！敢欺负老娘！我手头实在是紧，只有500。好，日后一定还你。你得让布公子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帮我脱兵籍。你疯了？你就是拿1万钱找人想脱兵籍，你有那个门路吗？如果他能帮我，我再加上2000都不用还。是不是这样办的？就是2万也办不成啊。那他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吧？这个就是赌了，搏个机会，下大下小都由你定。500钱给你，剩下2000我想办法。你干嘛要拿走500？都想干嘛？要赌就赌把大的，我再拿2000。你今天敢动1文钱，老娘就和你拼命。丁九还是没拿出来。作为胜利者的妻子，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件事以后会成为丈夫一辈子的画面。
933钱，就这么着吧，咱们现在就去荆州城。公子能不能也带我去？我还没进过城呢。这次是正事，回来给你带糖吃。不阳不知道糖对于这个时代里穷人家的孩子意味着什么。真的？你这什么破衣服，竟然要1套4合院的钱？这可是书籍，你买不起就不要摸啊！作为现代奢侈品的蜀锦，即使追溯到1000年以前，穿越者还是买不起。那蜀锦就算了，质量好的马也可以。马的话有一件书不单一，现在船有点走。多少钱？4200钱。这颜色我家主人估计不太喜欢。要不你就直接说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衣服？要最便宜的。你看看这件黑纱衣怎么样？这不和之前那件月布细纱一样吗？太贵了。不是好扎，是看不出来的。这是细纺的胳膊。细哥，我听说细哥南纺又很贵啊。真正的细哥是玉林哥，我这是乔匠自己家纺的，看不出来吧？多少钱？2200钱。太贵了，1000。不可能，客官要是嫌贵，还是去别家看看吧。两人极限拉扯定在2000文，不阳才借口回去拿钱。公子，加上鞋子2500文，咱们差了一半还多，去哪筹钱啊？我想想。我可是为了你好。公子，听我的，就坐这儿看看得了，不值的。不阳一脸懵，胖少年还以为这家伙不听劝。你这招早有人用过了，您家那个小五也是换了衣服去碰车，他爹还是州里的治中从事，结果腿都让人打折了。哦，治中从事可是上位高官啊。那又怎么样？我是玉阳岳氏，荆州别驾之子，不照样进不得钱？天可明鉴，我是真心仰慕谢娘子，一封信在怀里揣了2个月，却连地的机会都没有。谢娘子是谁？台庄，你要是想去就去，没人管你。兄弟，你别生气，我是和人打赌输了，这才来的。这桌酒我请了。不必，要不是占着地利，谁来这破地吃饭？玉阳乐旁，字子高，狼牙不扬，字之言。狼牙不是，那不太是你什么人？同宗而已。话说那个谢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竟然不知道谢令家中不减金石谢道运风采的谢四娘子？你不住京都吗？我是不是远支叔叔，是住不上乌衣巷的。乌衣巷是东晋南朝时不谢两家在京都的聚居地。原来如此，谢四娘子在京都很有盛名，其父谢肥你知道吧？今年刚升的中书令。原来是宰相之女啊！她出名可不是因为相女的身份，而是她才韵无双，和西昌侯女沈平东妹合称帝京三叔。据说北鲁的彭城长公主以容貌自负，见了三叔画像，几日闭口不言。来了。那巷子里住着是会婿师太，几经查到，谢四娘子每5天来一次，我这封信怕是永远送不到她手上了。你往她家里送啊！这么干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她那婢女随手就扔，看也不看。其实想让她看信也不是什么难事。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求不求助我，要是能让她看我的信，我愿1个月不食肉。可我也有一事相求，想向你借2000钱，日后一定还你。你如果真能办成，这2000算作报酬，不用花。乐兄先把信给我看一下，这不太方便吧？你小子千方百计想送信，送的就是这个啊！不阳看了之后，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怎么了？难道是写的不好吗？第一次给人送诗就送吟诗，你厉害。吟诗？什么吟诗？还装。风起九半宵，柳垂复柳摇，好花澄清露，常州待晚朝，表达我闲适旷远的风度。这是我表兄说的。你表兄？我不会写诗，这是我表兄带我写的。什么是柳，什么是花，又露又吵，你给我好好想想。孙铎，你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不给谢娘子送信了？对，可信没了，送什么？笔来，我给你写。又是诗，还是七言，这谢娘子能喜欢吗？喜不喜欢再其次，只要她能读得下去。青石路黄牛车，一个绝美少女坐在车中，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谢家四娘子谢清寒。娘子，这件事你够尽心了，老爷不会怪你的。既然我在，我当然要管到底。车怎么停了？在下玉阳乐旁，问谢谢府四娘子行啊？喝退。别，我来，我是来。我家公子是来还钱的。谢氏衣冠之家，光天化日竟然当街打人。棍棒尚未及身，何谓打人？老虎追人欲咬，虎牙尚未及身，被追的人连老虎咬人都不能喊了吗？
要还钱，自去府上头次通明，岂有路上拦车私相授受的道理？朗朗乾坤之下，公开问好还债，何谓私相授受？我家娘子根本没借出过钱，别人也自然谈不上还债。我又没说我家公子欠你家娘子的钱，是我家先祖欠你家娘子先祖的钱。我家公子现在是代祖还钱，还请娘子代祖收账。满口胡言，满口胡言。我有证据。什么证据？有书契在此，一验便知。拿过来。落拓江湖在九行，楚妖仙系掌中轻。谢太傅助于先祖，卖铺亏善5万，其情至今未报。抓起来！娘子吩咐抓人。捡钱了！突然，无数面粉夹杂着铜钱当空兜里，百姓争相捡钱，场面登时大乱。别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没追来，安全了。好兄弟，今天多亏你，走，跟我回家好好喝一杯。改日吧，今天我还有事，等忙完再登门拜访。还改日什么？就今天，你随我回家喝酒，顺便拿钱。我今天确实不方便，黑汉，你随乐公子取钱。乐庞不再强求，只好带着黑汉回别驾府。双姐，你去我账上支2钱钱，给门外的那个黑脸汉子。少爷，那个，要不？快来人集合队伍，别让孙铎那王八蛋跑了。逆子还有脸回来？来人，把这逆子拿下！你们干什么抓我？我犯什么错了？少爷，对不住了。逆子搁一下，爹，搁一下。我今天打死你个暴浪无形、不学无术的逆子！大人，你倒是为什么打我？鄂大人不必动怒，先把话问清楚，再动手也不迟。说谁在哪儿？我问你，这首诗是谁写的？乐庞呆住，这不是他送给谢娘子的信吗？快说，这是我写的。放屁！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我还不知道能写出这首诗。孩儿最近在学写诗，颇有长进。还有长进，落拓江湖在九行，这是你能写出来的。大人，别打了，不是我写的，我在酒肆中遇到的人。名字我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问啊。落拓江湖在九行，楚妖仙系掌中轻。你看到这2句居然不问名字，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蛋？鄂大人且慢。四娘子不必为他求情，这种逆子就是打死也不为过。四娘子，鄂公子，你能告诉我写这封信的人叫什么名字吗？叫什么我也不知。人走了，别装了。大人，你这回打的也太狠了。按理说，我今天应该狠狠罚你，得过。不过什么？不过你能临危不卖友，倒是颇有古风啊。那您能不能让双吉给那门外黑脸汉送2钱钱？行了，那你给为父好好说说，楚妖仙系掌中轻到底是谁写的？我终于见到第4天的太阳了。此时的不阳虽然靠冒充琅琊布氏的名头侥幸得生，但一步走错便是魂飞烟灭的下场。为此花掉全部身家，还要抵押黑汉的军刀，只为换取一身符合身份的衣裳。你不会是当兵的吧？当然不是，士卒卖刀是死罪。3日后不来赎刀，这玉章章可归我了。其实玉章刀是没必要押的。小人虽然不知公子的计划，但公子买衣服定然有公子的道理。以前的豫章王在荆州的声名很好吧？那当然，豫章王管荆州的时候，我们营还能吃上白米饭。现在的刺史和豫章王比如何？我说不好，不过最近蛮子很猖獗，1个月前蛮子还偷袭了曹公林哨所。豫章王在的时候，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么说，现在这位刺史不受百姓拥戴喽？那倒没有，毕竟王爷是豫章王养大的。再说王爷武艺高强，全军上下谁不敬服？这位刺史还是魏王爷。南朝向来有宗王出镇之制，即派出宗室诸王镇守一方。公子，咱们现在去哪？当地郡学高前。今日的郡学有些奇怪，一个少年竟用长榻挡在门前。请问祭酒在吗？我家先生不见客。我家公子是琅琊布氏，就是兰陵黄姓萧氏也不行。你好大的口气，王爷也是兰陵萧氏的。现任荆州刺史乃是当今天子第4子巴东王萧子响。学府之地，须长须贤不须绝。我这里有封书信，烦请转交祭酒。你想用琅琊布氏的牌子做说客？什么说客？不是说客，你找我父子做什么？谈论学问。你还不配。那如何才算配呢？我出一题，你若能答对，我就为你通报。请。春秋记载诸侯自行迁都者有几处？入天黑前能答出7处。
哪七处？秦国迁夷，魏国迁地丘，蔡国迁周来，许国先迁业，再迁夷，3000白羽，4000戎城。姓受角，在下先业羽灵，字子建，不知兄台尊名。琅琊不扬，字之言，现在能帮我转交吗？荆州郡学已历109载，今闻上书，断不可废，还请布公子斟酌。让我斟酌，我是来搞钱的，斟酌什么？郡学书斋内，毕老一少愁眉苦展。是侄女不必自责，会婿师太不理俗事已久，伯愿出面也在情理之中。那师伯有什么好办法吗？晋灵王愿意帮忙吗？我准备联合京土士族，去王府向王爷公开陈情，只要能保留郡学，我什么都可以让步。万不可如此，以巴东王的脾气，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我知道，这也是做给柳檀看的。不管他是为了学问之争，还是想赚官资生育，我刘昭就坐在这，与郡学共存亡。星寒会管到底。我去求羽翼先生，他在荆州的人脉最广，如果他肯进言。羽翼这个人，我一直拿他当朋友。他二儿子就是郡学学生，作为荆州士族领袖，没想到他也袖手旁观。老师，学生有事禀报。说曹操道，羽灵就是羽翼的二儿子。有人求见老师，这是他的信。我早就说过，既然文管玄有备而来，光靠挡是挡不住的。学生无能，只能为武士挡下那些败絮其中的草包。可这个人不一样。于灵没得到老师回应，愕然看到老师捧着信纸，瞳孔巨大。快请他进来。老师，快去啊，不可怠慢。是。他们请了谁来？不知道，但信上列举的尚书大名，他说都能解。师伯当心，这可能是王管学的阴谋。不可，如果他真能为我解这几个学问中的大户，那是我生平之幸事。刘先生居然如此年轻，这些问题你都能答？能答。亲名文思安安，你说孔传解的不对，那安安何解？尔雅云：晏晏，温和也。古今人物表中，安孺子亦作晏孺子，是古者晏安亦相通之正，故世名云安晏也。精彩，这位公子训诂学的功夫很是精深啊，不知尊师是谁？我的老师有很多，转益多师。顾公子出身琅琊部氏，原来是大家子，怪不得。今日只论学术，不论家门。嗨，只论学术。既是只论学术，还请顾公子勿以胜负相欺。夷陵，我什么时候要以胜负相欺了？顾公子虽是受人之托，但也应……等等，我受谁所托了？你不是受王管学所托吗？当然不是，我听闻刘先生精研上书，就来论学的。不会啊，之前是我无礼，这就向你赔罪。好说。于陵，你别插话。顾公子，咱们继续。康诰偏首，自为3月哉生破制，乃宏大告制48字。天查三过，刘昭三人早就听得呆住了。南齐至现代1500年，这期间无数学者已经把尚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南齐时代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禹贡说：三江既入，震则底定，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为南江，自岷山至于彭蠡为中江，自播种东流为汉东会彭蠡为北江。顾公子竟还精于地质之学，略懂，确实是略懂而已。这是我好友家的女儿，请公子勿怪。三江既汇于彭蠡，合而为一，禹贡又何以仍称三江分别入海？公子未免过于凿空了吧？禹贡中江汉既合而有北江、中江之称，我论三江合一，仍称三江，又何不可？周礼、直方、盐扬州、齐川三江之意，你虽别出心说，却无实凭，高下立判。那姑娘也判得太早了些。《汉书》所言，皆为东南细小之流，禹贡为何舍大说小？剩余二人只觉得神仙打架。一刻钟后，屏风终于陷入了沉默。公子学识英博，小女子佩服，不知公子通诗否？略知一二。我最近得了首不错的诗，《骆驼江湖在九行》。布公子没听过这首诗吗？没有，难不成是什么名家之作？咦，布公子，你头发上怎么有白灰啊？是面粉吗？可能是石灰吧，之前进城的时候沾的。哦，刚才我看错了，没有白灰。不阳知道被涮了，这妹子绝对是疑心他了。是侄女，快入座，听布公子继续说上书。天色已晚，我也该告辞了。不能走，不能走。于陵，快吩咐下去设宴。这就不必了吧？眼看就要聊到借钱的事了。确实不必。魂穿南朝第5天，我的博士知识终于派上用场。这些千年下来的结论直接惊呆了郡学校长，但这搞钱时刻谢四娘子却似乎察觉我身份的异样。怎么不必？公子今日以上书教我，我是一定要招待的。是侄女，你也留下用饭吧。我就不打扰了，公子大才，以后有机会一定向你请教作诗。好说好说。上书中错简错字，非止异端，可惜今之学者多昧于谬误，失了上书真意。多谢款待，我该告辞了。
没了下文。刘昭师徒一下子就炸了，说什么也要让步阳留宿。但我还要去成衣铺结账，这个我去啊。那倒不用，让我随从去就行。黑汉，公子，现成衣铺是2000钱还是3000钱来着？3000钱。哎呀，那现在出城取钱再折返来得及吗？于灵，在我私账上支3000钱给这位小兄弟。多谢先生，这钱以后一定还您。不谈这些，走，你我继续论选。您这儿有甜食吗？有啊，只言想吃甜的，喜欢糖蟹还是蜜饼？都要吧，再把我刚才的菜做上几样，让我随从带回去，送给我一个朋友，不麻烦吧？不麻烦，不麻烦。今日我和之言要做长夜之饮。与此同时，几千里之外的南齐地京健康城，一位英俊至极的琅琊贵公子刚练完马，此人就是有大齐第一才士之誉的不容。有5人后见：吏部都令史张肃、大司马府法曹参军李柱、国子博士刘曼、义兴太守楚真、屯骑校尉牛牧。把我拟好的名单给张肃，选2个丰腴一些的美婢去陪楚真，领刘曼到书房等候。设宴请李柱，不要上虞，其余不拘。把牛牧叫到山亭上，我先见他。是。荆州来人，让牛牧再等等，我先见荆州的人。密室内，一个左眼戴着眼罩的黑衣男子跪地禀报：巴东王不愿与外人接触，平日里能接近他的只有那60亲卫。大人想请示公子，能不能从60亲卫里找缝隙？不行，巴东王这个人粗中有细，告诉我堂兄，60亲卫绝对不能碰。大人问，如果最后还是没找到机会，那能不能跳过这环，直接发动计划？是，要做就要做得稳妥。如果出了问题，那你们2个就都不用回来了。是，小人会劝大人严格按照公子的嘱咐行事。云淡星稀，在小阿五含泪撕着大鸡腿的时候，步阳在通宵讲上书。刘昭听得热血沸腾，如此重开西境之言，你说我写，书名就叫尚书直辖如何？此名不妥，有瑕疵的是后世流传的版本，应该叫尚书经古文直辖。好，那就叫这个吧。后生可畏，文献公过世后，我以为琅琊部氏一门中为不容能继其业，可今天我发现了第2人。来，你说我写，就先写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再继续。啊，此书定是传世之作啊！你我一鼓作气，早日汇集学林，岂不美哉？我有事啊。什么事能比学问重要？实不相瞒，我欠了一笔13200钱的外债，我得先想办法筹钱，写书先放。之言，你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沾上了恶习？当然没有。那你是好女妓昌乐？不是，什么时候我见都没见过。难道你钻研炼丹之术，散尽家财？真没有，这钱不是我借的，我也是帮朋友的忙。衣着简单，没乘牛车，刘昭便断定步阳乃琅琊微末旁支，家资甚寡，自身爱财之心。那这钱我出。这钱还是算我借您的，日后一定奉还。不必，只要能写完纸匣，就是10万钱又何足道哉？钱我是一定要还的，我替我朋友一家谢先生救命之恩。学问方是大事，我替天下学者谢之言传此传世之招。次日一早，于灵也自告奋勇地跟步阳出了城，刘昭还安排了牛车让2人快去快回。你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你们这些坏人，公子马上就到，要你们好看。好啊，让他来啊！你别说，我还真是想他了。是谁想我了？这人啊，就是不禁想，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杜三儿，约定时间没到你就上门，人品有问题啊！死到临头还敢在这儿跟老子装蒜！琅琊部氏在荆州除了步太之外，根本就没有第2人。铜锣主，抓人吧！3个造衣官差冲了进来，见到步阳衣衫华贵，不禁愣了。这打扮和杜三爷说的不一样啊！这骗子换了衣服，虚张声势，就是他。某乃江陵县营户村罗主，有人告你冒充士卒，跟我们走吧。我乃琅琊部世子，尔等微末见利，当真不要命了吗？你们都傻了，我已经查过了，荆州根本没有第2个琅琊部氏。是吗？那俊学你也查了吗？俊学祭酒刘昭你也问过了吗？俊学的车就在村口，我朋友也在上面，他是新野羽氏的。步兄，这是怎么了？没事，有人找死，我准备成全他们。你看清楚了？看得真的，那车上有聂阳刘氏的族徽。聂阳刘氏乃荆州4大氏族之一，再不认错就没机会了。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公子，请公子宽恕。敢问这位公子是新野羽氏？你是谁？
一个放债的得了失心疯，怀疑咱们假扮世祖，还叫了罗主来抓人。不凶是克，这点是由小弟处理。你是营村罗主，隶属江陵县。是，小人是营村罗主。我现在怀疑这几个人与山匪勾结，你把他们抓回去审一审。无路，那我会递帖子。无路是江陵县令的名字，同罗主听这位宇公子直呼上司名讳，心中更惧。宇公子莫急，在下是广元底店的主人，姓杜。那要怎样？这家人欠债不还，我是来要账的。钱我们带来了。杜三爷不再提怀疑身份的事，于林也默契的不再说抓人。杜三，钱我是带来了，但你这人不讲信用啊！有些话想单独说与两位公子听。出乎意料的是，出门之后，杜三爷将姿态放得很低。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公子身份高贵，与这家贱民非亲非故，何必替他们还钱？你一个放债的，有人还钱，你该高兴才是。莫非你并不是想要钱？杜三爷没想到不阳如此敏感，仅凭一句话就起了疑心。我只是不想因此得罪公子而已。拿上钱，滚！走。此人身份虽卑，可他的女儿本是皇三子庐陵王府中的歌女，后来被庐陵王收作小妾。据说他背后真正的主人就是庐陵王。竟有王爷坐后台。于林走了之后，黑汉和不阳说了自己明日回营的事。你回营了，阿武怎么办？没事的，1年前他就可以自己在家了。公子，这是之前您从俊学借的3000钱，还给您。3000？你没去赎刀吗？我是担心公子另有什么安排，所以就没去赎刀。先拿500钱赎刀，还有不是向丁九借了500，你还他1500。这太多了吧？不多，你和他说，多的算利息。不阳这样做，一来是让丁九心中不要存怨，二来是为了震慑丁九，不要起歪心。剩下的1000钱，咱俩一人500。我不要，怎能再要公子的钱？好了，车还在等我，明日中午来接阿武，好好逛逛荆州城的大市场。老爷，布公子回来啦！之言，今天可不能早太睡，起码要写到亥时才行。今晚我一鼓作气，直接完稿。好，既然之言如此勤勉，我又岂能独勉？来，既然之言如此勤勉，我又岂能独勉？来，我也不睡了，侍奉老师和王兄到天亮。你赶快回家，总在这住算是怎么回事？于林不满父亲对俊学一事的冷漠态度，愤愤道：“我不回去，那个家我待都不想待。”子曰：“是父母己见，见志不从，又敬不为，劳而不怨。如果你还认我做老师，就马上回家。”学生遵命。回来了，这便是星野羽氏中最有名望的一人，也是荆州氏族的领袖羽翼。是。回房读书吧，10月去国子学。儿子不去。你在郡学学习3年，本来卒业后就要入国子学的。若郡学被废，儿子便留在荆州，助老师重新复学，学不复，不离京。你们儒家说君臣父子，做父亲说的话，当儿子的可以不听吗？孝经中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孝经中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那你的意思是，你是正子，而我是不义之父？于公于私，确实称不上一个义子。羽翼没有说话，盯着儿子看了几秒，突然冷笑数声，拂袖而去。阿介，你刚回家，难道又要走？宇乾楼比羽翼林大了12岁，现在官任荆州主簿。他从小沉稳持重，很早便代替父亲打理家中事务。父亲如此厌我，我又何必留在这儿给他添堵？你们退开！我现在和你说的话，不可再对第三人讲起，你能否做到？只要不是对老师有害的事，我一定不说。你即将入国子学就读，我也是时候和你说说朝廷上的事了。兄长的意思是，朝中存在太子党和晋灵王党2党？我刚才说的都是我进行的推演。可如果朝局真的像你说的这样，那天子难道不知情吗？你以为皇上为什么要让谢斐做中书令？他可是前朝遗臣，若换了其他人，恐怕便是有10颗脑袋都被砍了。可父亲和天子不是有私意吗？糊涂，是因为父亲不做官，所以皇上才愿意和父亲谈些闲话。那按兄长这么说，我们郡学是一定会被裁撤的了。变数永远存在。完稿了。你还没细说训诂之物，
怎么就写完了？此书是讲尚书，又不是讲训诂学，再多写于体力不合。哪有说话一半的？那您就再加一句降容令序。什么？这又不是清谈，我这去见王爷。没用的，王爷主意已定，除非能在雪里驳倒柳檀。唉，可我实在没有把握胜他。我有一个人选。是谁？不阳，就是前天下午。此人不可用。为什么？他轻浮无学，他轻浮无学。是侄女，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谢心寒一想起不阳就恨得牙痒痒，上来就说女子纤腰如何。这是他口述无笔录的，别的不说，就上说而言，此人可开宗立派。看到此处，谢心寒立即抛开个人成见，开始思考派不阳出战的可行性。之言，你户籍在何处啊？住健康何处？谢娘子婚姻大事历来由父母媒妁相主，在下十分感激谢娘子垂青，但我现在确实不想考虑婚配之事，抱歉了。之言，你误。先生，我知道你是好意，我没。谢娘子请自重，我们真的不合适啊。谢心寒从小家教森严，哪见过这个阵势，被不阳这么一说，一着急竟哭了出来。你胡说，我没有，我根本没有。是侄女，是侄女。之言啊，人家是谢令家的女公子，怎么可能自行上门以求嫁娶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还以为谢侄女不是对你的事感兴趣，而是想问你入没入过当地的郡学，如果没有，方不方入荆州郡学？入郡学。随后刘昭把他和郡学之间的矛盾争端给不阳详细的解释了一遍。我知此事甚不易行，所以许以10万钱为胜者酬赏。多少钱？10万。若之言取胜，这钱便是你的了。不阳有些心动，自己穿越而来一贫如洗，现在还欠了刘昭16200钱。我必尽全力不负先生所托，先生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吗？直接办原籍虽然不可能，但若挂籍的话，让我想想。那您先想着，我出城一趟，晚上就不回来吃了。之言，7天后就是论学之日，柳檀学问精深，万不可小觑啊。放心。哇，这就是荆州城啊，能去上面看看吗？城头不让随便上的，一般人不让上，但像公子这么厉害的人，一定有办法上的。一般人不让上，但像公子这么厉害的人，一定有办法上的。阿武啊，不是什么时候拍马屁都管用的。就这样，一大一小在荆州城里闲逛。你们这可以定制扇子吗？当然可以。公子想要定制什么类型的扇子？接着不阳给老板详细描述了一下折扇的样貌，费了不少口舌。本来就是扇风用的，为什么要把它折叠起来呢？这些你都不用管，你就告诉我做这样一把扇子要多少钱？这我也不多要，就200钱吧。公子，我就说去那家买，大家只要50钱啊。是哪家？我跟您说，不少小作坊都习惯糊弄似的。不阳在心中默默给小阿武点了个赞，很自然的接话。可那家要2天，我希望明天就能拿到。明天中午前就能做出来。40钱。你做得好，30把扇子就都在你家定了，7天内做出。这时间太赶了，价格又压得这样低。那如果我说7天后每把让你挣1000钱的话，怎么说？公子您是付现钱还是？不用找了，不用找了。明明40钱就能买到，公子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啊？如果一上来就报价100文，就算成交，他也未必满意。但先敲定40文，再给他100文，他就会喜出望外。好像有点懂了。闪开！阿武刚捡起2颗栗子，只见2根粗壮的马蹄向他踩来。阿武，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窜出一道青翼，抄起阿武，滚地而走。阿武，你怎么样？伤到没有？多谢仗义出手，在下感激不尽。没事。哪个不长眼睛的东西，敢拦我的马？可当男子看到青衣女郎的俏脸，满面怒气顿时化为殷勤笑意。姑娘怎么样了？没伤到吧？女郎面无表情，自顾自地走到道中间，弯腰去捡她的斗笠。你们伤了我的马，赔钱吧，每人2000，不给就别想走。
骑律进中中走马，骑律进中中走马，反走马成是 S 人者，不得以过失论。哎呦，这儿还有个懂行律的，不报个家门，为自己撑撑腰。就事论事，我也不欺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居然跟老子谈骑律。所以你的意思是，咱们大齐的法律管不了你？我没这样说，你不要无中生有。那现在说你违反骑律，差点 S 伤人命，你敢不认？你敢不认？男子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可陡然间被步阳这么一，竟然有种心虚的胆。我乃巴东王旗卫长，有紧急军情送呈王爷，不受常法所拘。军中报信，立当插红、白蓝、黑四旗。你在这纠缠良久，不是胡编，便是渎职。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军中的事？你家主人倒是会选地方，城里的宅子还能有这么大片竹林，可不多见。主人说，这是当年竹林七贤的竹林，转生于此。这话也只有他能说得出来了。我这朋友性子有些吃怪，如果到时不小心冒犯你，你可千万别见怪，这宅子的主人名宗策，字敬威，是荆州城中的大名士，为人倦狂不羁，素有高名。将命逝于远京西，遂旋反而北卒，即黄河以泛舟西，经山阳之旧居。敬威，这时又有出游之意了吗？刚买的宅子，我可不出门，我这是神游。老朋友到你面前了，怎么也不看一眼？我昨日下帖请你，你又不来，现在我姓靳，又有什么好看的？我当时有事啊，我正在整理一卷奇书，指摘上书。停！你们儒家那摊子事，可千万别和我说。刘昭本想借此话题顺理成章地引出步阳来，可没成想刚说一句便被打断，只好从长计议。那客人来了，你总得让个座吧？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更不可能。你干嘛呢？明阳，你看这7块石头像不像7个座位？是很像。这可是竹林七贤当年的座位啊！我就是为了这7个石座才高价买的宅子。说不定是原主人为了把宅子卖你，特意编的故事。无所谓，你看，这是嵇康的座，这是阮籍的座，我做的是向秀的座。你为什么不做阮籍的座？你不是最倾慕阮籍吗？阮嗣宗的座，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做？刘伶、阮咸不如我，做也没什么意思。来，明阳，你做刘伶这不是明摆着说我不如你的意思吗？说得好啊！来，你做嵇康你这番高论当得此座。不老弟，你接着说。庄子言倭国相争，夫 S 100万，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言。你别打岔，走，我们换个地方。那户籍的事包在我身上啊！明阳，你先回去，我和布老弟先走了。谢丫头，你出来啊，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怎么知道？宗先生，我肚子疼，你就让我走吧。快开门，我兄弟要如厕。你不能进，我家娘子没请你。他是我兄弟，有什么不能进的？谢丫头，这次我找了个清谈高手，定叫你俯首认输。是吗？在哪儿？是你。你们认识？来人，将这登徒子打出府门。丫头，都是误会，今日天朗气清，何必花时间在这种小事上？我不和这种轻薄之人轻谈。算了，我们还是走吧。以前我赢过他一次，说不定他有些嫉恨我。你胡说八道，什么时候赢我了？上书与共，你不是输得心服口服吗？还说公子学识英博，小女子佩服。那是经学，若是换了清谈，你在我手下走不过3番。好，那就赌，如果你输了，帮我抄一部书，6天内抄300份。简单，但如果我赢了，你要把老子道德经注送我。你若赢了，不是有布老弟给你当奴仆吗？合着你是一点血都不想出啊？布老弟有庄子申情论，请王老弟为主，申论序理。他立庄子申情论，那不如我来立登徒子好色论。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实在是先入为主，不辨情由，冤枉了登徒子。其妻蓬头卵耳，眼唇利齿，而登徒子悦之，时有5子，非好色而合。
若以生五子为好色，难道谢娘子的意思是尧舜皆为好色之君？谢丫头，这局你可是输了。布公子心机深沉，舌灿莲花，这一局是星寒输了。公子救我！快起来！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小人今早接到调令，调小人去天门郡戍守。这一去可能得年底才能回家。啊呜！天门进南蛮会有危险吗？小人本来不该挑剔危不危险的，可是这项调令来的似乎有些奇怪。怎么奇怪了？我们队就调了我一个人。以前出现过类似的事吗？以前出现过类似的事吗？从来没有，我就是一卒子啊，怎么会点到我的名呢？没事，我来想办法。步阳思考了一下，还是决定带黑汉去找刘昭，请刘昭帮忙。军中我实在说不上话呀。如果能直接脱兵籍的话更好。脱兵籍这种事更难。正规的军户放免都需要报尚书省去籍，一般要么是立了奇功，要么是天子发明诏恩赏脱籍。不过我倒有个主意，6日后白虎道场论学，你若胜了，便谢绝钱财，向王爷讨个恩赏。小人怎知是万钱换？没事的，小人去天门郡也没什么的。别的你不要管，你就说你想不想做我不娶。当然想，小人做梦都想。好，那就等到6日之后。可是调令让小人接令即行，明日一早便得出发。有一个人若肯出面，这件事便不在话下。谁？羽翼，此人乃西楚氏族领袖，他的长子现任荆州主簿，次子便是我的学生羽鱼岭。是子建啊，是子建啊，那我正好托他去请他父亲出面。对了，子建呢？他请假在家。他生病了吗？应该是被他父亲禁了足。羽翼这个人虽然，但你毕竟是琅琊王氏，看能不能见到他。主人，门外来一个琅琊王公子，自称是二公子的好友，前来拜会主人。就说我们出门了。主人，这毕竟是琅琊布氏。哪来的那么多琅琊布氏？难道离了他人，我不阳就办不成事了？一辆马车缓缓停在一座装饰气派的大宅门前，这便是荆州外兵参军焦正的住宅。不是说身份卑寒吗？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焦参军的确出自庶民之家，后来不知怎么的被调到荆州任外兵参军，似乎并不缺钱的样子。都安排好了吧？一切准备妥当，一会有无礼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公子放心，主人已嘱咐过小人，一切都听公子吩咐，一切都听公子吩咐。踹门！焦正，你给我滚出来！我琅琊布氏百世荣光，就凭你也敢动手脚？你是焦正？步阳目光扫过这个穿得像个地主似的男人，眼神要多轻蔑有多轻蔑。你是？不，公子，大人在郡学设宴，都等着见。告诉刘昭，我忙着呢。在下焦正，敢问公子。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密报靖灵王，我族疏于荆州夺人田产。敢问令族书史。装什么钻？难道荆州城还有其他的琅琊布氏？此时听步阳这么一说，焦正便以为步阳所说族书指的便是步台。卑职荆州外兵参军焦正，参见琅琊王公子。公子，这样的扇子嫣儿从来没见过，能借嫣儿看看吗？就是做来玩的，你要是喜欢，以后送你一把。焦正更认定步阳是纨绔子，心中暗暗琢磨以后应该如何讨步阳欢心。老焦，你之前说你是什么参军来着？老焦，你之前说你是什么参军来着？卑职现任外兵参军。哦，那我托你办件事。公子尽管吩咐，只要卑职能办，一定尽力。第12队有个叫黑汉的兵户，他明日要调天门郡，把这个调令取消了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黑汉呢？这种调外郡的调令，军籍已经转到外郡了，卑职也不好办啊。焦参军，你欺我不通军务是不是？卑职怎敢搪塞公子？卑职也是没办法啊。一边是好不容易搭上的琅琊布氏，一边是不能得罪的那个人，做人难啊。这样吧，我也不逼你，你把调令延后6天。公子放心，那包在小人身上。那就多谢焦参军了。能帮公子办事是卑职的荣幸。嫣儿，还傻站着做什么？还不赶快给公子满上！夜路不平，公子不如今夜就在卑职家里歇一晚，明早再回去。在这睡一夜也没什么。只见步阳文章刚写的入心，一个黑影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接着一个匕首横在步阳喉前。别出声！是你，是你！公子睡下了吗？
方才家中进贼，没有惊扰到公子吧？睡下了，我没事，有劳交参军了。公子没事就好，小人告退。你为什么在这？去上床。只见步阳竟开始脱裤子，女郎清幽的眸子瞬间睁大，脸上很快泛起一阵嫣红。都给我滚！小人告退，不怪乎是狼牙不使，皮好不一般啊。外面守卫应该已经松懈了，女侠可以趁现在前行出去，等天亮了就不好走了。这个不劳你费心，你现在把焦正换到你房中，就说有要事相商。你想做什么？劫持。劫持焦正做什么？总得让我知道前因后果，我才能判断能不能帮你。伸手。接着步阳细细查看起来，这是一方极为小巧的铜印，印上刻着5字篆文：冠军将军章。家父便是前冠军将军，领进军前军主将陈天福。哦，你不惊讶？你不惊讶？谁是陈天福？我都不知道，惊讶什么？4年前的上将弃市案震动天下，你竟不知？4年前我年纪尚幼，两耳不闻窗外事。你怀疑你父亲不是自 S？ 几年来查访父亲的亲信旧部，几乎没有过得好的，只有一个人例外。难道此人是焦正？不错，他不仅没有获罪，反而因为首告作证，并助朝廷寻到那笔赃款，立了功。你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一定尽全力探明此事。如果你1个月后探明不清呢？那你就可以使用武力了。对了，你叫什么来着？不重要。这段时间你得保护我，我得知道你名字。青山，青色的青，珊瑚的珊。陈青山。如果你失约，我会 S 你。放心，必不负所约。刘昭正讲得认真，众学子也正听得入迷。突然不知谁在外面喊了一声谢四娘子来了，瞬间引爆了课堂。都给我坐下，一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大人，小宁姑娘求见，小宁姑娘求见。你们稍等，我去就来。先生不必，我家娘子想见布公子。我在上课，还请转告谢娘子稍等。之言啊，既是谢侄女找你，你快去吧。学问千秋事，余皆不足道，让他等着。你再听下去，我这学就讲不成了。步阳也不好再僵持，只好跟着小宁出了学堂。当然，他没忘记把陈青山带上。谢娘子无恙。好俊的美人，布公子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护卫，身手嘛也就一般。你昨天找我什么事？我有笔生意想和谢娘子谈。娘子请看，此物名为折扇，是我找人定做的，世间唯此一柄。倒是个新鲜物件，有什么用？你把扇子给我，我给你演示。步阳学着电视剧里的模样转了2下扇子，结果手一滑，扇子差点落地。5日之后，此扇必定风靡荆州。好，如果真的风靡，那我就与你合作。多谢娘子。你有钱养护卫，不如换件衣服。换衣服，换衣服。真正的玉林布在阳光下透淡黄之韵，一般人或许瞧不出来，但懂行的人只需一眼便知真假。步阳愣住，一时间有些脸红，假名牌的事差点连他自己都忘了。你的玉林白夹衣真的是假的吗？雨鱼林闭目而坐，脸色憔悴。这是他绝食的第3天。罢了，你连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些虚礼做什么？礼不可废，礼不在貌，而在心。你这算什么？要挟吗？儿子不敢要挟父亲，只是想回郡学。主人，饭菜到了。送进来。拿走，我不吃。又不是给你吃的。入味了。郡学裁撤已定，你兄长没和你讲清楚吗？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想为郡学尽一份心。况且有部谢两家相助。谢匪倒生了个好女儿，至于不佳，你说的是那个不？不阳，他学问精深，就算国子学的博士，也未必强于他。这个人你以后不要见了，这个人你以后不要见了。为什么？我可以给临川郡王写信，推荐刘昭出任东阳学官，郡学学子都可挂籍东阳，前提是你把这碗粥喝了。可东阳郡在扬州，不在荆州啊。只要学问可以传承，荆扬又有什么分别？多谢父亲大人指点。于林缓过神，急忙大口的吃起饭来。布公子学安。步阳心情很好，因为刚才刘昭告诉他挂籍的事已经办妥，只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原籍写的偏远的一星。一星就一星吧，总比黑户好。
这是我家娘子的车，公子坐的车在后面。小明交给步阳一张纸，上面记着今日参加雅集之人的身份信息，一共有3人。这谢星寒心还挺细的，还考虑到我人头不熟，先给个大概信息。陈俊谢娘子到，琅琊部公子到。陋室寒舍，得不谢同眠，幸甚之至。先生客气，今日能得先生主持清谈，幸莫大焉。请坐。四娘子无恙，这位便是不凶吧？小弟琅琊严佑成，表字安康，幸会幸会。在下步阳，字之言，见过严兄。那次跟济阳江氏3兄弟谈，最后我一句话定了乾坤，你们猜是哪一句？严佑成正说的眉飞色舞，只见一个贵气十足的青年男子走来，是纹身兄到了。安康，你继续说，定乾坤的是哪一句啊？你来了，我还哪敢班门弄斧？乱说，有谢娘子、步公子在，哪由得我擅长？宇先生，要不我们现在开始吧？好，上主委。立论人执主委为主，其余人为客。客若问难成功，则夺其主委；主若重立新论，亦可夺回。我有庄，老相议论，诸君静听。居然是相异，不是相同。世人多将老庄并称，可我认为二者截然不同。老子重治国争胜，为死求存；庄子却主养生去心，其同四生。步公子以为如何？高见甚是。四娘子立论惊奇，明理通胜，若无可难者，则我有。我以为大谬。老子云：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不就是治身吗？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此落脚点仍在天下，而非爱身，是教人如何选可托天下之人。哼，如果按你刚才的说法，那庄子不也是落脚点仍在天下，而非爱身吗？所以庄子为避免后人误会，特意说了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一生。是步公子胜了，星寒认输。步兄才思，在下心服。取巧而已，柳兄的才华才叫人佩服呢。有明8年4月18，清谈胜者，琅琊步阳。清谈过后，羽翼留宴，并让长子宇乾楼作陪，这也是为宇乾楼日后仕途铺路。尝尝这个。步兄，你对护卫是真好啊。自家护卫，我当然要对人家好一点。蒙谁呢？不过看着倒有几分气势，尤其这腿啊，又长又直。姑娘哪里人？姑娘。柳兄，你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吐字不清，所以羞于开口。原来是这样。公子，我吃好了。这句怎么说的这么好？也是奇了。步兄、宇兄，到时咱们一起上阵，越千里江山，如何？敢不从命？甚好甚好。步兄对我的话颇为不屑，想来是另有高见喽。怎么冲我来了？不会就因为下午清谈赢了你吧？柳兄真是误会了，我没有不同意见。我也想听步公子的看法。我没有看法。既然这样，那合作的事就……你也不能一招反复用啊。招不在心，管用就行。你们2个说什么悄悄话呢？步公子说了，他另有看法。步阳没办法，只好说道：南北之争讲究形势，形势不全不能成功。如轻言北伐，于国无益。我看步兄是被北虏吓破胆了吧？以南抗北，单论地势，关键在于守江必先守淮。江淮是江南屏障，淮地一失，长江防线便再无险可平。江淮是江南屏障，淮地一失，长江防线便再无险可平。父亲，步阳说什么？他打听小弟的事儿，话里话外为小弟求情，想让小弟回郡学。你现在去撤掉竹舍外的人手，告诉阿介，他可以回郡学了。父亲，您不担心小弟右脚到？去把今晚的话告诉你小弟。还有，明日你去查一下步阳的户籍。是。宇乾楼退出房间后，羽翼走在书案前坐下，开始写信。信的第一句是：苍冥幽人谨拜宣龙居士。父亲，有话就说。父亲，我早就说过吧，步兄学识精深，绝对不是一般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你这次回郡学后，少说多听，以身边人为师。您说的身边人，指的是不是步阳？可您昨天不是还说，让我以后不要见他吗？滚！儿子告退。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你主人啊！
你是我护卫，我是你主人，有问题吗？没问题，但你笑得太轻浮。没问题，但你笑得太轻浮。轻浮就轻浮，反正你别再问我是谁就行。你为什么总说北朝强大？我听说北鲁国运日下，撑不了多久了。你听谁说的？都这么说。如果真是这样，淮北应该早就收复了吧？南北通史已久，一般不会轻启战端。我爹也说，如果真要开战，北鲁打不过我们。你爹和他们打过吗？那倒没有。对于敌手来说，宁肯重视，也不要轻视。以后遇到宴会这种情况，你吃饭就好，不用一直站着。我既然答应了做你的护卫，就要尽做护卫的职责。步阳接下来的几天，除了锻炼身体，便是泡在刘昭的藏书室中，因为几天后就是白虎道场的论学决战。这便是今日论学的3位裁判：徐伯珍、陆欢、沈林氏。荆州郡学不复存疑。先生何出此言？只言你有所不知，此3人皆崇古文尚书，让他们主持论学，必然倾向王管学。与其陪着他们演戏，不如趁这个机会公开向王爷抗辩，让大家论一论是非曲直，让大家论一论是非曲直。没这么简单。谢侄女，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这小美女底子是真硬，穿男装都这么好看。我来是告诉你们，万不可就都讲的是向巴东王发难，可以装成急症发作，拖延论学时间。这恐怕不行吧？众目昭彰之下，如何装病？世伯是道德君子，自然不能当众装病，但让某人来装，一定得心应手。不如趁着今日群儒汇集，把这些事情摊开来说。群议汹汹，众怒难犯。不可，巴东王此人性刚，癫狂如雷，若是公开质问，必然激怒于他。直言，你觉得哪种办法更好？我觉得都不好。那不知布公子有何妙策？我的妙策就是照常。照常论学，都讲在人，胜负在我。不兄风姿俊秀，与此扇相得益彰。话说这扇子是哪里买的？此扇现在价值万钱，不适合买。回头我送你一柄。这么贵吗？现在是讨论扇子的时候吗？这可是论学，不是轻谈。胜负不在你，而在都讲。如今3位都讲，都支持古文尚书，此战确实无可胜之机。那可不一定。只见一匹马冲进道场，锦袍青年一马当先，直接跃上道场中间的高台。都来了，那就开始吧。云润风昂，草鹿之姿方卧，星华跃动，山林之语久酌。河东柳潭，表字文通，官任巴东王友，王管学祭酒。琅琊不扬，字之言，郡学学子。居然是琅琊布氏。刘昭不上台，请来了的琅琊王。第一论尚书今古文优劣，2位谁先？我若先论，恐战时太长，还是请你先说吧。柳大人确定？我要是先说，你可能就说不上了。现有古文尚书优于今文55处尤著名者，你确定要听我先说？那还是我先说吧。其实古文尚书是假的。你说古文尚书是什么？嘉德？真假的假，它是伪书，是后人伪造的。场中先是一静，然后轰的一下炸开了。疯了吧？他居然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如此严肃场合，怎能说这样的话？简直荒谬！直言这是怎么了？刘昭选他上场，焉有不败之理？诸君现在笑我说的话，但等我论述之后，便不会发笑了。若是哗众取宠的话，便不必说了。哼，我只问柳大人3个问题，柳大人只要能答上，我立马认输，如何？柳谭越发不屑，不再看步阳。陆欢正想把步阳驱逐下台，便听步阳开口说道：第一问，先秦西汉本无影字，皆以景为影，为何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却独作从逆兄为影响？此乃后人抄写古本时，以当时之心自改写，有什么稀奇的？那我再请问，商代仅有5庙，以引申为商代之人，又怎能在鲜有易德中说出七世之妙，可以观得这样的话呢？这位布公子还真是了不得，竟把柳家2公子都问住了。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柳谭如木头一样杵在台上，脑中翻来覆去的想步阳的问题，时间就这么静静流逝。古书字次讹误，本属常事，这有什么？都讲干预论学，本就是违规之事，可在场却没人觉得奇怪，反而有理所当然之感。
那我再提疑问，为何《史记》《汉书》皆采11年伐纣之说，而不从古文尚书13年之文，反倒后世才得见，岂不怪异？不阳看了看徐伯珍，学着他的腔调道：又或者这也是自辞讹误，本属常事。你尚书史记相抵，吾自然以尚书为准，晚出书不足惧也。正是如此。既然这样，那为何东汉古文尚书所载伊训篇的但兹有穆方明在府，在豪征是三宗三句，在今本古文尚书伊训篇中却全然不见呢？沈林氏原本如春风拂面的笑容瞬间僵住了。陆老，你得说句话呀！真是后生可畏，我又能说什么呢？难道陆老也认为古文尚书是假的？是啊，请陆老务必出面主持大局，请陆老务必出面主持大局。此时不阳仍在滔滔不绝地举证。其23古文尚书大禹谟言归是胁从，却不知是字乃后世语，则好了，那部公子便说说大禹谟一篇的剽窃改篡之计吧。只见不阳娓娓而谈，将大禹谟中习改他书之处一一点出，把众人听的是目瞪口呆。能和不阳相交，实在是一大幸事。只言精彩绝艳，不输王戎啊！没气了，夫子没气了，快寻医师！不要让害死陆老的凶手跑了，S 人偿命。陆欢的几个弟子红着眼睛，竟直接冲上台去，全场顿时大乱。王爷，别打扰我看戏，保护不公子。我乃琅琊布世子，不要命的过来！青山拔剑。师父醒了，陆老还活着。陆老，你说，我在听。此子天才纵逸，远过于我有此读书种子，天下幸甚。陆欢这一离场，接下来就陷入沉默而又古怪的僵持中了。你手中拿的那是什么？扇子吗？此扇名为折扇，只是价钱不算便宜，整个良友斋也就只有10柄而已。去，叫人买几把回来。这么拖着也没意思。这样吧，不什么来着？不阳，本王出个题目，你要是能答对，这次的赢家就是你；你要是答不对，那就另说。怎么样？不怎么样，明明就是我赢了。请王爷出题。有了，你说读这古文尚书最快需要多久？只要一眨眼的功夫。你在戏耍本王吗？我说的是实话。你读，本王倒要看看你怎么一眨眼读完。古文尚书读完了。王爷，在下不愿要10万钱，只想请王爷帮一个忙。请本王帮忙。是，请王爷赐军户妇女2人，为在下不取。我这人不喜欢帮人忙，10万钱是本王事先答应的，你不要是你的事。这脸变得也太快了。不过如果你能帮本王一个忙，让米价降下来，本王就帮你办了。这个简单，3天后我家的运粮船就到了，到时我按原价售卖。你说话做得准吗？当然做准。3日后米价若不降，愿受王爷责罚。好，一言为定。3日之后，本王设宴，酬你之功。还有一事，在下要留的兵户，明日就要被调到天门郡去，如果误了行程，这后果……那还调什么？算了。多谢王爷。不凶。兄弟，好久不见。他穿越到这个时代后，第一个帮他的是黑汉，第二个就是乐庞了。到现在还欠着人家2000钱呢。我还以为你离开荆州了呢，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刚参加完论学吗？我现在是郡学学子。走，到我家去，我爹还想见你呢。见我？对，你那首《骆驼江湖》在九行，我爹很喜欢，说你有诗才。哎，那首诗是你传出去的。冤枉啊！那日谢家娘子来我家兴师问罪，我可是咬紧牙关没出卖你。苦了你了，兄弟。正到饭点了，到我家吃饭。我家新来了个襄州厨子。现在不行，这样晚上我在郡学设宴，咱们晚上再聚。晚上我在郡学设宴，咱们晚上再聚。也行。兄弟，以后要是有人问你咱俩的事，你得说咱俩是今天刚认识的。嘿嘿。懂的，放心，我就说今日和你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说得好。两人相对而笑，结果不阳笑容很快僵住，因为他发现斜对面的马车露出谢星寒寒霜密布的娇俏小脸。我有事先走了啊，晚上你一定要来。等等，谢兄。什么谢兄？你叫谁呢？叫你啊！你换了男装又换成马车，不就是要隐藏身份吗？
别，谢兄，我找你有事。停车，让他上来。上来，娘子要让他上马车？要知道，主人是从来不和男子同乘一车的。这不妥吧？会引外人猜测的。哎呀，我换了装，再说这又不是健康，没事的。只见步阳累得浑身发热，气喘吁吁，开始脱外面的衣服。公子这是要做什么？公子这是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热了呗。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哪儿吗？去哪啊？江陵县衙。你开玩笑吧？咱们是合作伙伴啊！有话留着公堂上说吧。别，多大点事啊！我这就和你说明白。所以你家根本就没有粮船，你竟敢跟巴东王撒这个谎？你谢娘子果然聪明过人，我就是来求娘子帮忙的。我可帮不了你，我家船上一粒粮食都没有，就算临时派人采买。不用，娘子只要帮我做一件事就行。你胆子可真大。一般，琅琊第3。第1、第2是谁？说着玩的，比如有人赞你美丽，你就可以说一般，陈俊第3。不是很丑，陈俊第9。你说谁丑？我丑，开玩笑。请人帮忙，不得有所表示吗？好说，晚上你来我家。我才不去。其实我有一项绝技，那就是烹调。啊！谢星寒给厨房里的下人放了假，这是考虑到步阳的颜面，传出去不太好听。请谢娘子试菜。好好吃，这叫什么？这叫东坡肉。好奇怪的名字，什么意思？从前东坡上有一头猪，后来被人炖了，所以就叫东坡肉了。这道菜叫什么？这叫四喜丸子。为什么叫四喜？见到谢家4娘子，所以很欣喜啊。那你改天见到裴家6娘子，岂不是要改名做6喜丸子？当步阳和谢星寒在小院中吃饭时，相隔几条街道的屋子里正传来摔杯子的声音。不管了，用最后手段。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毕竟他是琅琊布氏。就算是琅琊布氏又如何？别忘了我们是为谁做事，去准备吧。步阳和谢星寒吃完饭便去看房子，他对外的身份毕竟是琅琊布氏。乐庞送了酒来，又让步阳带着参观了一下屋宅，看到厨房里没备什么食材。早知道我给你送头猪来了。大猪吃不了，小猪行，然后就可以试试3口1头猪。再小的猪也不可能3口吃完啊。这句话不是事实，是梗。什么是梗？你不买几个侍婢？还买仆婢？一个侍婢怎么着也得1、2万吧？你这是要买多郡的美婢？在荆州，一般的良家婢5、6千就能下来。那小女孩岂不是更便宜？那当然，一般的小女童不过小几千。步阳脑中突现和杜三爷交涉时的场景，如果用几千钱就能买一个小孩，那杜三爷怎么会抓了阿武就算抵债？对了，阿武呢？不好，回好景象。公子怎么办？阿武从来不会乱走的。先别急，你确定刚才在这看到阿武了吗？我亲眼看到他抱柴火，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难道有人贩子敢当街掠人？人贩子？不行，我得去救他。公子，再不找就来不及了，黑汉，你和我说实话，你和杜三爷之间有何仇怨？今什么日子，竟得步公子大驾光临？我问你一事，你若骗我，别怪我心狠手辣。公子尽管问，小人是绝不敢欺瞒的。上次调黑汉去天门郡，是不是广元底店杜三的意思？你最好想好该怎么骗我。不敢，是他让小人帮一个忙。小人当时不知道这名戍卒竟与公子有渊源啊。步阳全都明白了，杜三爷针对的就是小阿武。怎么样？实诚了？还真是这厮。他绑个孩子做什么？我现在有个计划，你们仔细听我说。敢在琅琊布氏家门口绑人，不要命了！当时步阳正在搬家，估计那些人也不知道是琅琊布氏。绑的那个小孩是琅琊布氏吗？是。什么？这一点其实并不在步阳的计划内，只是乐庞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挥，心道自己可真是个小天才。是啊，可能是跟着步阳来荆州玩的，没想到。你马上拿我帖子，让江陵县拿人，再去巡城司把那贼窝给抄了。父亲勿急，兵就先别调了，宣扬开了反倒不好。告诉吴律，人若救不出，他县令就别干了。是，父亲放心。步公子，
不知道今日到访，有何见教？哼，你胆子是真大呀，但还是不如庐陵王的胆子大。难道他知道了？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能这么镇定，佩服，真是佩服。杜三爷双手捏紧，努力做出坦然的模样，可那副古怪的表情又怎能逃过不扬的眼睛？便是琅琊布氏，也不能诽谤皇子，构陷亲王。庐陵王，这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啊！你们想做什么？三爷，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别见怪。江明县尉陈康祖见过不公子，人就出来了吗？公子，我没哭。中计了！你们敢动我，庐陵王若是知道，犯了法还敢攀污庐陵王，犯了法还敢攀污庐陵王，拖下去！此时乐战已经得知儿子把冰湖丫头说成琅琊布氏女，又把杜三爷抓进大牢的事，气的是七窍生烟。逆子，我今晚不打死你，就对不起祖宗。爹，这就是不扬。在下不扬，自知言。今日之事，多亏伯父仗义出手。原来是之言啊，果然一表人才。还有一事，我想请伯父帮忙。之言不必客气，尽管说。我想让伯父知会江陵县，让他们审出绑架阿武的原因。简单，此事包在我身上。正是我们谈完了，现在聊聊那首诗吧。此时的乐战绝对想不到，他随意应承下来的这件事的幕后真相，竟然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步阳坐在堂中喝粥，看着院子里小阿武跟陈青山练武。练拳先练肺，练肺之道，手在呼吸，呼气。青山，要不明天你也教我几招？你骑律读完了？快了，我只挑要紧的记。我明晚就走了。明晚？你明晚不是去教郑家吗？如果成功的话，我也该走了。可以不走啊！我出高甲雇你做护卫，我不做护卫。你不觉得我们配合很好吗？我有脑子，你有武力。你说谁没脑子？如果说这件事让步阳觉得有些糟心，那他马上就会听到一个更糟心的消息。放了！是我想简单了，没想到刘银会出面。谁？刘银是荆州长史，为州府官左之首，他派人督查，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之言，我劝你不要再管追着这件事不放了。那4个认罪的手下已全部自缢。难道2人有勾结？杜三爷握有刘银的把柄，又或者与庐陵王有关？就在步阳琢磨这些事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的假身份正在揭破中。什么？他挂的原籍是宜兴？没想到他居然是个骗子。阿兄冒及士族可是重罪啊！住口！我柳家高门士德，岂能做这种害人之事？阿兄，你忘了他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你难堪吗？等到粮船到荆州的那天，到时王府大宴，我们再当众揭穿步阳。王公子这次来是想让我帮什么忙？娘子可识得荆州司马席公墓，安定席氏，倒是见过一面，勉强算是与我家有些渊源。他辖下有一名小官叫焦正，我想请他让焦正写一篇履历自述，就说要为考评做准备。你是说年终考课？对，就是年终考课。考课是11月开始的，再说也没有自己写字数的。没关系，就让他自己写，写得越详细越好。你要查他？你再帮我找几个人，你让他们这么办。这个姓焦的和你有仇，你到底要做什么？在下恳求娘子，这2件事最好今天就能办妥。我为什么要帮你？日后谢娘子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你说的算数吗？当然算。好，我帮你。焦家庭院里香气四溢，一条鹿腿被穿在烤架上。对不住，京都来人办案，我二叔让我招待一下，你久等了吧？不久，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鹿腿刚刚烤好。味道不错。老焦，你费心了。公子哪里的话，小人也是托公子的福，才能吃上这么好的鹿肉。你呀，是真会说话。肺腑之言，绝对肺腑之言。焦正一边捧着步阳，一边寻找打探消息的机会。能让公子作陪的身份肯定非比寻常。毕竟是京官，我看二叔的面子上也得去周旋一下。什么案子还得劳动京官来查呀？还就是那个陈天福，一个几年前的旧案。陈天福那件事不是早都结案了吗？是啊，但据说这背后牵连很深。是吗？其实这案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要借这个案子做文章。
做什么文章？反正是天大的文章，办案的夹在中间，难呐，所以就只能找替罪羊了。替罪羊？是啊，听说有一个姓刘，就是陈天福的那个禁军副将，叫什么来着？刘明彻。对，还有一个姓焦，和你一个姓，说不定是你本家。来了，终于还是来了。只见焦正定了定神，走到步阳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公子救我！老焦，你这是？公子，那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小人我啊。小人愿出家财30万，求公子救小人一命。我又没说不救你。不过你得先跟我说说，你到底犯的是什么事？你不想说就算了，这事就当我不知道。我说，小人奉陈天福命令押送赃物回京，未曾参与劫掠，如今恐被追责，实在冤枉。焦参军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告辞了。焦参军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告辞了。公子，您这是？你当我傻？就这点事，至于重审？算了，到时你去牢里和他们说吧。公子息怒，小人说实话，当时小人奉陈天福之命，把财物运往治局。哪？什么局？小人押着10大车财物，结果中途治局的使者要小人改道，小人也只好听命行事。所以劫掠民财是治局的命令？小人不知道。你接着说。小人完成任务后便回家，没想到那个治局使者突然登门，告诉小人陈天福已死，让小人把问题都推私人身上。一瞬间，陈青山铜光矩阵四波，脸色则变得苍白如雪。小人也是没办法啊。行了，老焦，也不是什么大事，能保你。真的？当然，你之前说的那个使者叫什么名字？他就是刘寅，现任荆州长史，兼南郡太守。刘寅，又是他？公子，此事牵扯到刘长史，不要紧吧？不相干的，反正他又不在替罪羊之列。你准备怎么办？去健康敲灯文谷，去健康敲灯文谷。证据呢？人证有我，物证是那30万钱。不够，焦正一定不认。指证刘寅，找刘寅对质。刘寅乃荆州长史，岂能听你片言照治？此事真相虽然难查，却并非没有转机。什么转机？那你还走不走？你要是真能查出真相，那我就跟着你。对了，明我去焦正家拿钱，拿了钱直接放你房间。我不要，这钱脏。你怎么一根筋呢？那按你这么说，为什么刑事诉讼之外还可以民事诉？他说到一半及时住口，发现陈青山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这家伙又开始说奇奇怪怪的词了。这天巴东王在王府宴请步阳，上层官员除了刘莹因公务抽不开身之外，悉数到场。什么？不敢欺瞒王爷。那今天到的船队是谢家的船。我这么英明都被你玩了。我哪敢玩王爷？只是当时说的就是降粮价，也没说怎么个降法。万一消息放了还是不降呢？粮价虚高，这市场早晚得崩。只要做低他们的市场预期，就能加速这个进程。是市场预期？是市场预期？就是粮商对未来买卖行情的判断。那些卸下船的，往城里运的那么多粮袋，是怎么搞的？沙土。会玩，你真会玩。我荆州的鲫鱼最是有名，别的地方可吃不到。王爷说的是，所谓南鲫北礼，江南以鲫鱼为常，北方以鲤鱼为君。柳家四郎果然博学，我看你定品后，直接来我这儿做起家官好了。王爷过誉了，我不过是喜欢吃鲫鱼罢了。要说这鲫鱼最好吃的做法还是酸菜鱼。酸菜鱼也是一星的做法吗？这是我家的做法。原来如此。柳正本想借着交谈让步阳露出马脚，可这厮太过狡猾，柳正也不再兜圈子。王爷，本朝出了一个大案，有人假冒士族招摇撞骗。冒士族行骗，这算什么大案？此人骗的都是士族子弟，甚至不乏官员显贵。哦，这骗子竟有这样的本事，他冒充的是哪家啊？琅琊部氏。这冒的是你家啊？果然是西汉氏。来，你仔细说说。此人姓戴，名志高，专研谱牒之学，正在王府外等待召见。有备而来啊！只是博王爷一笑而已。刺曹小民戴志高参见巴东王上。到底怎么回事？说吧。接着戴志高又是一拜，然后把事先演练了数十遍的说辞说了出来。不凶，王爷面前如何？你闭嘴！你敢打人？打的就是你！我先祖的名讳是你配叫的吗？你知道我先祖王右军第二子是谁吗？是步淑平。他生有几子？这都答不出。好像有一女，
嫁于颍川于氏。我直接告诉你，生有4子。对，好像是4子。柳潭见形势不对，怕弟弟暴露，立马站了起来。今请王爷复核州府户籍流荡，若是有误，下官自当建议不当之责。不阳、文通都这么说，要不咱就查一下。好啊。不阳知道自己要完了，只是此事万不能露怯。王爷，下官核验已毕，结果怎么样？州府流荡皆在，文书俱全，挂籍属实。这不对啊！难道刘昭后来又找了人补足了手续，只是没来得及告诉我？请王爷向义兴郡发公函询问。请王爷向义兴郡发公函询问。不必问了，我在义兴见过布公子。谢丫头，你和不阳在义兴就见过？是，家言之前任义兴太守，我随家言至义兴，与布公子见过一面。我就说嘛，琅琊布氏还能有假的？小人糊涂啊，求布公子宽赦，求布公子宽赦。拉下去，治杖50，逐出荆州城。文痛，你服气吗？王爷公正严明，下官领罚。至于4郎吗？王爷，舍弟年幼，行事难免浮躁，还望王爷网开一面。他又不当官，我管不着他。你做兄长的好好管教吧。是，多谢王爷。好，诸位，今日畅饮，不醉不归。正当大家对饮之时，一位表情严肃的男子走了进来，这便是荆州的典签官吴修之。是吴典签来了，来人，看座。王爷今日设宴，为何不请下官？忘了。一句忘了，怕是搪塞不过去吧？那你去告啊，之前不是告过一回吗？这次继续。王爷慎言。慎言你个头！你有种就把本王弄死，没种就给本王闭嘴。王爷醉了，吴大人千万别放在心上，吴大人千万别放在心上，快给大人设座。王爷，那个左民曹书令使的回信还没到吗？还没有，不过看今天的事，他琅琊布氏的身份应该不假。我要的是确定，不是应该。是，回信一到，下官立即报给王爷。退了吧。王爷要说吴奴儿，王爷做的似乎有些过了。哼，你懂什么？本王做的越过越正常，吴奴儿和本王结的梁子越大。王爷，那个不阳如果是太子或者2殿下的人，不会。不过本王想和他玩一个游戏，试他一试。你就不怕万一我真是假冒的，你受牵连？你不可能是假的。何以见得？你立庄子申情论，破古文尚书，此等气魄见识，绝非小门户能熏陶得出。有没有可能自信不是假的，但我人是假的？提醒你，离巴东王远些，公府有疑，他只是个棋子。愿闻其详。接着谢兴涵简要解说了太子与豫章王之间的嫌隙。公子，阿武不累，让阿紫做马吧。不必。你阿紫腿长，走得快。布公子，我家主人请公子过府一叙。布公子，我家主人请公子过府一叙，此乃见面礼。哼，我若不去呢？公子自便，我如实回禀便是。阿紫，公子说什么了？他让我们回家，还说把大象装冰箱，分3步。大象、冰箱是什么好吃的？公子请。哼，你家主人倒会选地方。公子请稍后。接着两人穿过暗道至窄巷，连三上前叩门，一名神色冰冷的侍女走了出来。公子在此候着，不得擅动。哼，我既来了，就没有在外等候的道理。放肆！不阳面对剑刃，眼都不眨一下，笃定对方不敢对他下手。连三，凡踏入屋内者，即行射 S， 不必报我。诺。原来有女眷在此，是我唐突了。屈节真奇求家。胡语，试探我。I don't get it。接着屋内没了动静，不阳等了几秒，趁势絮道 ：“Don't play games with me. Don't play games with me。”你有可设句。How are you？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语言？我方才说的便是鲜卑方言。鲜卑哪一部的方言？机密之事不便相告。明天大黄已破，你倒还稳得住。连三，出事信笺。不妙。查琅琊布氏在世者，取名不扬的有2人，一人60岁，一人7岁。请问布公子，你是花甲老者，还是垂髫之子？游学外郡，几个化名有何稀奇？我若将证据送与巴东王，你猜你会如何？请便。我的事王爷都知晓，倒是你，我很好奇你的身份。屋内陷入沉默，不阳强硬的态度显然出乎女子的意料之外。还敢嘴硬？连三，押他去江陵府衙。不阳现在面临的这个局面，不能再硬刚了，
所以不阳决定将计就计。你到底想做什么？从现在开始，我会帮你遮掩身份，但你要听从我的命令。哎呦我去，你咋不上天呢？昨日酒宴，巴东王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连三，教他规矩。放手！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说说吧。王爷进来，第一句话说：“哎呦，都到了。”第二句是：“那个座位是谁？怎么空着？”简要紧的说，其间闲话哪有什么要紧可言？巴东王是不是说过，如果是以前，哪有雍、颍二州，只有荆州？确有此言，只是这话在第65句开外，我还没学到。够了，再敢敷衍，休怪我无情。不敢，王爷席间所言，我一一细说便是。青山和阿武回来了吗？都回来了。那个娇娇找到了吗？杜三爷这条线索断了之后，不阳便派黑汉去查一个娇娇的女人，希望获取点有用的信息。找到了，但他几天前因为偷盗官物已经被处 S 了。连手下的女人都没放过，可真是滴水不漏。而且徐娇娇不是那汉子的女人，那汉子曾求亲被徐家羞辱。还有别的事吗？顾太大人派人来邀您做客，说让您接帖后去寿康书房商议要事。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备车去寿康巷。布太作为不阳在荆州城唯一的亲戚，关于他的信息，不阳早就详细打探过。哎呀，知言来了，快坐。委屈你喝些粗茶，回健康我必备上品香茶赔罪。先生客气了，晚生愧不敢当。知言乃宰辅之器，将来定能名噪京都。布太很亲热地将不阳拉回座位，然后神色一冷，叫道：“来呀，把那蠢奴拖上来。知言，你之前给我下过名次，但被这蠢奴遗漏，没有通传。都是小人的错，小人该 S， 求公子赐罪。哼，知言，你说该怎么罚他才好？他也是无心之失，先生不必苛责。知言果然是宰辅心胸，但也不能轻纵了，拖下去鞭30。知言，你是右军公几世孙？晚生乃右军公6世孙。那我便是你族叔。知言，我听说一星同宗查不到你的踪迹，我已严令封口。多谢族叔，族叔能帮我入籍吗？当然能，只是需你先立一功，我那朋友才肯帮忙。族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你只需记下巴东王说的要紧话即可。要紧的话？可他没说什么犯忌的话啊。随便写写就好，比如他说自己勇武不输刘备、孙权。这是无中生有啊。走个形式，你若不写，你刘昭、宗瑞都要被牵连。那我办了这事，户籍能解决吗？我以江水为誓，只要知言办妥此事，必助你取得琅琊部氏户籍。好，我写。住手！来人是我护卫。这就是你的美人护卫，只是我这地方隐秘，若他泄露，绝对不会。若不信，我可立誓。无钱，收剑吧，都是自己人。没事吧？出去等我。我是不是很蠢，给你添麻烦了？你是担心我才闯进去，而且他们是坏人，你没打错。坏人？他不是你族叔吗？走，咱们回家。需要我打坏人吗？你又打不过人家。他的剑很快，而我擅长的不是剑。那你擅长的是什么？飞刀。不是剑。那女子见路有误，难真上乘。主人何必对不阳如此礼遇？你不懂人心，捧着他才能降他心房。不阳和陈青山早早来到约定地点，等候巴东王。青山，我给你也买一匹马吧。不用，我有钱，而且骑的机会少。骑马和武艺能保命，必须学好。话音刚落，只听马蹄声震，是巴东王到了。好掌法，吃我一拳！住手！王爷这是何意？试试他身手，我只用了5分力。王爷的意思是我还得多谢王爷手下留情了呗？放肆，竟敢对王爷无礼！我与王爷说话，轮得到你插嘴？来，这回让他先出招。他可不是王爷对手。没事，本王让他一只手。难道吕布让一只手潘凤、邢道荣就能挡住文侯？王爷，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潘凤、邢道荣那是谁？
见巴东王他们骑马酣畅自如，不阳很是羡慕，毕竟他才刚学了1天。之言，本王都兜了10几圈了，你这才走了几步，让你美人护卫带你。青山，要不抱紧我！只见陈青山猛地一夹马腹，大黄驹顿时撒开4蹄，如风一般疾驰而去。之言，你也太过寒酸，之言，你也太过寒酸，跟吝啬的王戎有什么两样？王爷，本王说笑而已，之言不在意吧？王爷说的是我本贫寒，此次买马还是盼王爷能赐我1匹。本王马匹也不多。那我讲个 S 马借机的笑话，博王爷一笑。接着不阳讲了个吝啬客反讽的笑话，惹得众人大笑。好你个不阳，竟敢暗讽本王！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好句，既然博我一笑，便赐你1匹马，任选。我要他的马。此时一个侍从给不阳端上一碟北方特色美食乳酥，只见那侍从弯腰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主人传信，素月。站住！你刚塞我什么？哪个主人的密信？不公子，这是何故？此人私递密信，鬼鬼祟祟，王爷请看。竟有此事？为什么鬼鬼祟祟？谁指使的？孔大人，王爷，不如让下官先审一审。也好，你要审问清楚。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孔大人救我！孔大人救我！据那名随从供认，他是被一位倾慕不扬的少女贿赂，这才为其传递密信。王爷，这里并无猎物。谁派你来荆州的？老实交代。王爷，你怀疑我，何必邀我前来？玩笑罢了。巴东王，你身份虽尊，却也不能如此戏辱士卒。你想不想做更大的生意？何等生意？2000万钱的生意，如何？我可没有本钱。不要本钱，你代我收购锦缎，2个月内制4000件锦袍酱袄，利润全归你。弄了半天，2000万不是我的，我只是代理人。王爷麾下能人众多，为何选我？高门各有立场，唯有你无根无依，有才可靠。可我学业繁忙。别讲虚话，你是想和我做朋友，还是做敌人？我自不愿与王爷为敌，只是成本价格必须保真，否则我宁可为敌。你放心，货站由我王叔把守，绝对安全无忧。既如此，愿为王爷效劳。既如此，愿为王爷效劳。这就对了，从现在开始，这桩生意就是你的了。你若透露半分，到时就别怪本王不讲情面了。属下谨记，绝不外泄。别拦我，我必须摔一下，装成摔伤的样子。这样会摔断臂骨的。那怎么弄才能不伤筋骨，还能看起来像摔伤？用巧劲击打，半个时辰后便分辨不出。大爸，我能忍。陈青山几次都下不了手，不阳等得不耐烦了，呼出一口气，扯出一个渐渐的笑容。以后你叫我主人，我叫你小山，好不好？这下妥了，你先回家，我去如意楼。布公子，请。巴东王约你，只是单纯骑马。他有笼络之意，说等我定品后，可从荆州入市。哼，倒是看中你这个才子，下去吧，端午后再来。我有一笔生意，想请你投资，赚头很大。公子怕不是异想天开？你投200-300万，保你赚1/10，20-30万也行。你投200-300万，保你赚1/10，20-30万也行。连3，把他送出去。不投就不投，买卖不成，仁义在啊。之言来了，快坐，陪叔喝一杯。租叔，我骑马摔了，不便喝酒。摔伤了，无钱，快帮他看看。摔伤，未伤筋骨，擦药酒即可。送药酒到之言家。之言，巴东王说了什么？快写下来。租叔，我手臂疼，写不了，口述吧。不急，先养伤，端午后第1天再来。无钱，你刚才说他的伤有异样，用钝器巧劲击打，也能造成这种淤青。他哪有这心机？不过拖几天而已，翻不起浪。杜三爷正跪在地上哭诉，此时一个男子斜倚在坐榻上，这就是当今的3皇子，庐陵王萧子清。王爷，不阳是琅琊布市，还有巴东王庇护，小人实在拦不住啊。可你不光录了消息，这动静还闹得有点大呀。千错万错都是小人的错，求王爷看着离儿的面上，饶小人这一回。你看你何必怕成这个样子？再怎么说也是我半个月账，错不全在你。王爷，求见离儿一面。太晚了，
明天再团聚。只见萧子清指了指杜三爷所在的屋子，食指在颈前一划，刀客点了下头，向屋子走去。王爷，我阿爹怎么样了？他是你爹，我自然要照顾了。王爷你真好，我待阿爹多谢王爷恩典。口惠而实不至，这可不行。真的不行吗？防人之口，辟诸防川，岂不素质？愧乃川原。杜离儿小脸红红的，他不知道这是东汉一个叫崔氏的士大夫写的为政真言，用手打了自家男人2下。去吧，她可是我心尖上的女人，不许用刀。夜半下牙床，披发北风凉。春风不解意，别离断人肠。春风不解意，别离断人肠。萧子清的心腹下属，禁军中军长史王慎匆匆赶来，神情严峻。王爷，下官已备马车，可怜夜送杜三去江州藏匿3-5年。那依你之见，江州便是万无一失之地。一切由下官安排，并无差池，只是杜夫人那边需安抚。只有 S 人才能无对证。王爷当断则断，只是夫人那边，此事不劳你操心。那不家小子的事查得如何了？据秋雄打探，不阳应是琅琊部是远亲或私生子，无甚背景。传信刘盈将不阳弄来，不配合便依律处置。刘长史执法肃严，一定会依律的。杜三如果能懂这个道理就好了。读书当以功成为根基，无根基则学问如浮萍。先生，郡学被100余名古文学派的人围了，要找布公子。都坐下，我去交涉，你们继续听讲。先生，他们找的是我，我去便是。先生，他们找的是我，我去便是。诸位前来，所谓何事？请公子以上书教我。请公子以上书教我。不扬不采，愿与诸君同学互进，共研经义。此后郡学内便出现了一个100年难遇的奇异场景，所有人都专心致志，凝神谛听。都给我滚出去！你是不是因为谢四娘子和不阳走得近，才如此郁结？哼，我讨厌不阳，和谢娘子没有关系。不阳此人轻躁产薄，行必以利。你将来要做公卿宰辅，何不自降身段拉拢他，以柳家根基收他做门生，他必感恩戴德。严佑成是受柳檀之托来开解柳正的，可柳檀完全没想到，这严佑成竟直接给了他弟弟一个全新思路。齐桓公能用管仲，齐奚能见谢狐，你柳文深难道用不了一个不阳？如果真能把不阳收在麾下，那不阳就是他的下属。文深兄，你没事吧？文深兄，你没事吧？无妨，我觉得你说的极有道理。随我回府，我要写一封信。周掌柜，文石长枕一只，上党毕松烟墨一户，子时。毕松烟，阿武，快拿来，这可是名墨。公子在这。这墨当真这般好？上党毕松烟，夷陵丹砂墨，寻常人可得不到。公子柳正求见，就在厅堂。柳正，他来做什么？不兄，你我此前皆是误会，不如化敌为友，尽是前嫌。柳兄有此心意，再好不过。以你的才学，困于郡学，实在不值。那柳兄有什么好办法呢？我父亲可收你为门生，保你起家官，至少是王国侍郎，甚至可直接由公府辟诏。柳正见不阳异动，也不着急问不阳答复，而是话锋一转问道：你收到与家玉兰节的请帖了吗？收到了。你不必去了，那边我替你解释。你不必去了，那边我替你解释。为何不去？与家盛情相邀，我不便推辞。你听我的便是，与我柳家为敌为友，全在你一念之间。告辞。备车去巴东王府。是。说吧，今日来又有什么鬼主意？王爷，我建议您修建长平仓，丰年买粮，积年卖粮，既稳粮价又增收。2年前各州建仓皆败，士卒抵制，你有办法？此物乃荆州士族领袖羽翼所赠，我与羽家关系很好，有信心说动羽翼出面。你小子太坏了，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我想20岁定品后，在王爷军府起家，做南中郎版行参军。你倒会谋算，准了。还有什么要求？王爷，另外我还有2件小事，想请王爷帮忙。可以是可以，但你会使吗？我不会，但我手下人会啊。行，送你。多谢王爷，多谢王爷。但本王只看你劝服羽翼的结果，定不负王爷所托。今日此席正当竞技屈子，诸位何不举杯？有公子，宾客未齐，
不可仓促。哦，你说不阳，他不会来了？不可能，布兄明明答应赴约了。我已深招他拜入家父门下，自然听命于我，不便前来。父亲不必撤坐，不阳必到。四娘子凭何断言？我信他的为人，他若不至，必会清告缘由。四娘子竟是不信我？不信。那不阳自甘下流，竟以士族之身轻指假道。柳公子慎言，布兄只是通晓经营之道。说什么经营之道？不还是做股求财？正当羽玉玲不知如何回答时，谢星寒放下酒杯，正色道：柳公子此言差矣，士族世家私下经商无数，为何独苛责不阳？士大夫经商皆为奴仆，岂可亲自主力？岂可亲自主力？不阳妄以圣贤自比，可笑至极。是谁这般急着叫我前来？有事耽搁，来迟一步，还望与先生海涵。无妨，无妨，快请坐。你竟敢言而无信，拒绝柳家招揽。我何曾答应过你？你忝猎士族，却亲堕甲客逐利，有何面目竞技屈子？子贡善转货资，育才于曹鲁之间，不害其贤达之名。我兴商求利，有何不可？这不阳果然才辩无双，只是这次文通兄占着先机，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的。强词夺理，子贡分心商贾，故不及颜回。孔子自谦，不及颜回，便可作谦子。子贡之言，为何不能是谦子？我柳正不屑与此人同宴，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其中的轻重，明眼人都知道。柳国公这尊大佛，便是柳正心中的底气。子珍，送客。父亲是否再斟酌一下？毕竟父亲是否再斟酌一下？毕竟送客。没事，我和你一起走。好，我们出城去看进度吧。柳公子，请。羽翼，你敢如此辱我？我父亲就算柳国公亲至，照样拒之门外。好。柳兄状态好像不太好，你给柳国公写封信。今日之辱，我柳正记下了，今后绝不再登羽家大门。来人，针灸。住口！你去。父亲，我来为布兄针灸。万万不可，岂敢劳烦二位公子？你年长犬子1岁，才学则胜他10倍。我儿子为你针灸，理所应当。不阳见此，便不再推辞，一杯菖蒲酒入喉，继续说道：朝廷依赖农税打压私商，商业衰败后，税收更依附农业，由此陷入重农抑商的恶性循环。直言，那你认为应该如何打破这个循环？布公子，你还没用饭吧？是我的不是，直言先用饭吧。你去安排，给直言新上一份餐食，为之盐部菜。随即便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景，只见星野羽氏的2位公子，一左一右势力于不阳之侧，礼遇规格顶到最高。先生只需助我一次，日后但凡有需，我必倾力相报。也罢，我有一难解难题，你若能解，我便斟酌思量。好，先生请讲。宣城豪门流行用铜片铺屋檐攀比奢靡，不少士族直接熔毁铜钱打造，严重损耗钱币，当地官府进退两难。政令不必对着世家下达，只需约束郡中妓馆即可。接管以后郡中妓馆都必须到官府买铜，以铜铺屋檐，不用铜盐不准许开门，这是什么神仙办法？羽翼万万想不到，困扰他这么久的问题，竟然被这个少年弹指解决。族叔，小侄感念收留之恩，特备厚礼孝敬。之言何必如此破费？巴东王十分看重我，邀我筹建长平仓，还为我租下临江货站仓库，用的全是我的名义。此事绝非寻常。王爷只是赏识我的才学，方便我存放绸缎货物罢了。临江货站是水运发货要道，亲王为何不用自己名义？或许是方便王爷寄存东西。他哪里是寄存，分明是借长平仓官粮之名私囤官粮，水路倒卖。您是说巴东王要倒卖官粮，把我推出去顶罪？你可知其中凶险？此事牵连灭族大罪。求族叔别再让我写诋毁他的文字。好，族叔帮你周旋换差事。多谢族叔，多谢族叔。温情恩欲全是陷阱，族侄和睦皆是算计，一场足以颠覆荆州格局的惊天阴谋已然悄然引爆。此时楼外，一大队披甲佩刀的士族闯入南安街大室，
步阳迈着悠然的步伐，从中间的通道中摇扇走出。凤王令茶殿，抗拒者格 S 受论。步阳，我还真是小看你了，能把巴东王的清军带到这儿来，这是来了多少人呀？不算多，主要你这不是有高手吗？你倒坦诚，可惜你以为凭这点手段就能拿捏我。少主，军士们已经搜完酒楼前厅，快要找到密室入口了。哼，这么快？看来我的人办事效率不错。你假扮士卒已是 S 罪，若再沾染上谋逆，便是10S 无声。别拿这话吓我，我不吃这一套。你经手的绸缎生意，以为只是普通交易，那些锦缎全被巴东王用来和蛮族换兵器了。你胡扯什么？你胡扯什么？巴东王怎会和蛮族交易？哼！曹公林哨所被屠，23名军户无一生还，你迟早和他们一样下场。你说的是真是假，我无从考证。但你若想利用我对付巴东王，就得有诚意。你的命还在我手里，谈何合作？各退一步，你让我见你真容，我便帮你盯着巴东王，如何？少主，军士们已经到院门口了。好，这个诚意我给。神秘女子的真容终于显露出来，只见萧宝月头戴簪凤流苏，身段妖娆，自带一种雍容华贵之气。怎么喜欢见我啊？是啊，养养眼也好。现在我们就算合作了。不急，合作得进屋谈。男女有别，不便共处一室。那在屋外设座，我站累了。可以。很快就有侍女为步阳摆上软垫坐席，案上置一卷书，封题上写着南蛮通考4个字。这书你带回家，1个月内记熟，以后你每4天来一次，我考核你的背诵进度。好，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呢？只要学成了，巴东王便不会灭你的口。但你若学不成，到时可别说我不救你。行吧，就当上门选修课了。还有，你若敢利用琅琊布氏的身份勾引侍女的话，哎，等等，谁勾引？我可是个正人君子。好，一会我引你见几个美人，你个正人君子可得和他们好好熟悉一下。正人君子？谁是正人君子？这是徐公子给少主的信。这是傅侯的手笔吧？主上的意思是，徐公子用心甚诚，建议少主看一看。哼，是徐孝嗣又要升迁了吧？这回做什么？吏部尚书。少主，这信乏味的很，烧了。可是按我说的做。是。院子里，步阳和谢星寒正围着沸腾的火炉铜锅，吃得热火朝天。可惜啊，我不会做腐乳，这味道始终差点意思。腐乳是什么？腐乳是什么？就是一种蘸料。哎，我的鸭血呢？可能是煮化了吧。你的事我都帮你办完了，吃几块鸭血怎么了？好，那我敬你一杯。四娘子辛苦了。刘莹我已经查了，这上面记了他一些基本信息。听说此人表面上不是服侍3个月，实则暗中搜集证据，然后突然1天内所拿30余人。步阳看着火锅里沸腾的汤水，若有所思。苏叔，巴东王把官粮运到临江货站，记单全是我的名字，我该怎么办啊？贤侄放心，他休想拿琅琊布氏做 TS 鬼。仓库里有多少粮？我不知道粮有多少，但粮袋上有印记。此事重大，需眼见为实。你还能进仓库吗？能，我有契丹。无钱，你陪贤侄去一趟。无钱，你陪贤侄去一趟，好好保护我侄。我有自己的护卫，不用劳烦无钱先生。有无钱在，我才能名正言顺介入。遵命。那就有劳无钱先生了。粮食在哪？前面，那就是。吴钱眯着眼走近，割破其中一个袋子，里面的东西不是粮食，竟是沙土。步阳，你敢骗我？谁？小山辛苦了。怪不得你的剑使得那样重，原来你使的是马槊。陈天福是你什么人？我的确不擅长使剑，剑练得再好，也得被长兵压一头。说得对，但若再甲3年，崩云碎玉，困不住我。哼，你觉得你还有3年吗？你觉得你还有3年吗？公子，他 S 透了。再补几刀，别再来个什么闭气炸 S 什么的。是。为什么不审？他或许知道步态的秘密。夜长梦多，谢家人手开到了，速战速决。女公子，小人看见黑管事和步公子的护卫往江里推了个箱子，形迹可疑。此事与旁人说过。
没有，小人只敢禀报女公子。烂在肚子里，狼牙不佳的事，不许乱猜。是，小人不敢乱猜，更不敢乱说。小宁，取2贯钱给他，即刻发船带走。娘子，我也知道了。您不会打发我走吧？您不会打发我走吧？你是我心腹，好好待着，去请布公子上船，只请他一人。青山今日累了，先回货站休息吧。布公子，我家主人请您上船。谢娘子，他怎会在此？公子，主人只请您一人。天黑夜深，我护卫不能离身，你去禀报谢娘子。公子，娘子却是只请您一人。若半个时辰不见我，便与黑汉执行备用计划。这是我做的小菜，请公子指点。蛋炒饭，是点脆碎金饭。公子尝后，须以菜为题作诗。松火和云煮，香吹玉立园。八珍何足贵，不如一饭鲜。你取笑我。再尝这醉舞春风螺，好吃。再尝这醉舞春风螺，好吃。只是踢着麻烦。公子吟诗，我便为你剔肉。盘螺新成味，春风入醉眸。先从食指细，即可污膏油。你既知我食指金贵，还让我剔肉，为了押韵罢了。这是白雪红玉龙须卷，猜猜龙须有多少根？361根。错了，只有1根。你有这般厨艺，莫不是蒙我？前3道菜是我做的，这道找了庖厨帮忙。原来如此，娘子言辞有诗哦。哼，你还笑？快作诗，不然不给你吃。双柱分寒雪，千丝堆玉红。万般如可意，一半与青铜。最后2句的意思是，我的物件甭管多少，如果有合你心意的，我便分1半给你。